开啦！猪骹吞足鸡调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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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大，猪脚囤足机调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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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卡痰，我是太久没讲话了吗？大家午安 ，Hello， 好久不见啊！我现在的状况是好想开台，每天都好想开台，但是没有时间开台。Hello， 大家午安，お久しぶり，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了，大家。没想到这次开台，我们就是立马要庆祝哦，我们就马上要迎上我们的第2阶段3D Showcase 真的被大家解锁了，谢谢大家。对，但是我最近其实也忙到很脱力。我今天早上一直在晃神，我甚至就是刚刚其实也在想说，我究竟会不会忘记怎么开台之类的。对，我第一句话就卡痰了啊！大家哇，好久不见啊！对，但是最近还好哇，可是这句话应该不该讲，我已经讲了，又感冒怎么办？好了，随便啦，感冒就感冒啦。最近喉咙状况其实还不错，好险。对，因为最近算是录音的比较密集的这段时间齁。然后来，你们先帮我听一下 BGM 跟我的声音大小还可以吗？开都开。牛妈好久不见，他们好久不见。然后是 VCL 老师，我们解锁了，我们第2阶段也解锁了，5万文。松松老师你也来了，欢迎大家，谢谢你们，好久没看到你们了，基本上都在 DC 见。然后首先是他娃娃啊，恰恰什么遮蔽了你的双眼毛？我跟你们说，那个大到不行的东西呢，对某件那个凶器，待会我也会把我们修改之前的图给你们做个比较啊、那个是修改之前
跟之后，其实基本上有稍微帮我压下去一些些，但是修改之前之大的也是要让大家看一下哈。什么赛前猪猪追生者最近学坏了哦，然后晴天一道晒，小喵喵已拿下，感谢尼斯企业，感谢大家一起帮我们把70万解锁了，哦耶！现在我们在冲上第70啊，不是第7个，对，不是第70个，不是，我们现在要冲上第100人解锁，好不好？对，因为目前我们的这个9B 的专案已经影响了第93人的样子哦，就是赞助者已经来到了第93人。94人了，谢谢阿斌啊！哦，如果说时那时快，影响了94人了。阿斌啊，谢谢你把吹落去啊，谢谢你们啊！我最近真的是忙到好失智哦，而且是整个时间不够用，然后整个体力还好，还 hold 得住，对，然后比较没有时间开台，这个比较不好意思，对，但是呢。一切的规划都非常非常的顺利顺遂，对，我们迎向了第94人了，阿斌啊，谢谢你也帮我们一起来解锁，你有在线上吗？我在很丢吧啊，福克丽莎刚下列杠咯，小喵喵，然后然后妹子，そして誰啊，水灵宝贝，我跟你说，接下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剪片地狱，就要请宝贝多担待了，水灵宝贝。我们各式各样的剪片地狱，希望你还 hold 得住。我会一路剪到那个金币死线9月2号，你有心理准备？我最近真的是卡了一堆事情，都是要在月底弄哦。水灵宝贝，谢谢你。然后这位是马克先生、小天，然后 YF 先生，工作辛苦了。今天有在 FF 的大家，请好好的补充水分啊！今天真的比较热一点哈。刚会是把 C 看上去了嘛？然后好像童叟无欺75C 哈。然后安生和克丽莎，谢谢你的加入啊！爱你，妈妈记得吃饭哦。早上也有看到福克丽莎在帮，就是算是陪伴大家排队哈。FF 的大家，不管是在 FF 的现场，然后网络可能不是那么好，或者你已经出来要觅食的大家都午安哈。然后阿吉君，普通的伟伟，10月2也谢谢你的赞助。我们目前已经有参加我们的赞助方案，也有留下勉励的话语给猪猪的。这一些截图都会像就是跑马灯一样在右下角跑着就像是你们跟我一起迎向最后1里路一样。谢谢你们的降落，欢迎降落。是好奇问一下是，请问您想问什么？还是说您好奇我们目前在推广什么东西呢？我们目前在推广这个DLB挖贝募资专案啦我们目前募资人数已经来到了94人。如果您好奇的话，欢迎成为我们第95人，谢谢大家。这位是俊宇，谢谢你的降落。卡丘宇先生，谢谢，感谢卡丘宇先生的降落，谢谢。之前也感谢卡丘宇先生的邀约，就是我们婉婉太太那边的活动啊，而且我们婉婉太太这一波也非常的支持啊，就是挺起来，对，我们婉婉太太也是有加入我们募资专案的 B 鹏鹏之一啊，真是非常的挺，对，感谢各位太太们，感谢各位大德们，我们真的解锁了我们的3D showcase 了，好开心，真的。对不起，喝口水哈。哎呀，先生欢迎降落，瑶瑶，谢谢你的降落，然后 Joker 谢谢降落，然后就是真的好棒嘛啊！谢谢啦，福克丽莎，我每次看到福克丽莎来，我都好想要抱抱捏捏。福克丽莎给我的感觉就是，来过来，来姐姐这边抱一个。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那种就是小萝莉，然后很萌的妹子，就很想要，就是说姐姐带你去吃饭好不好？来跟姐姐走，然后牵起她的手，你要吃什么？姐姐请你吃，好可爱哦，福克丽莎，谢谢你的支持。对，然后也很开心，每次中午就是都有机会可以看到可爱的福克丽莎过来跟猪猪打招呼，好治愈，对，真的超可爱的，谢谢你啊！记得吃饭，然后开台也加油哦，不应该说开台也辛苦了，记得好好休息哈。大玩偶啊，是啊，真的要啊，快来姐姐这边，福克丽莎。姉ちゃんのとこおいで就很想这样跟福克丽酱这样说，好可愛哦。誘拐することなんてないわ。それがデートだよ。だよね、福克丽さん。デートでしょ？姉ちゃんとのデート。楽しいかい？对不起，刚被盗，我喝口水。福克丽莎下次不敢来。好了，我没有在
在讲奇怪的事情啊？感觉像是啾啾流口水吗？哎，怎么我刚刚只是水喝太多，不是流口水，他吧？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嘛？不是啦，丹瑶不是这样子啦。没有，我很正常在宣传。我们目前的募资专案已经来到最后1里路了，我们现在倒数不知道第几天，不知道第5天还是第几天。我们还是继续宣传下去，欢迎成为我们的第95人、96人、97人、98人、第100人，好不好？对，我们相逢自是有缘。我们现在募资专案倒数5天，我们还差6位就可以达到我们100人募资的这个目标，好不好？只要250块，您就可以参与这个文化传承的推手募资啊，是不是非常划算的？啊，ウクリさんなんで泣いてるの？なんで泣いてるの？为什么哭哭呢，福利莎？然后那确定是约会，是绝对是约会的，确定，对，直接开聊，没有啊，因为福利莎真的好可爱，无法啊38005专案无法转账吗？啊，无法转账，基本上很像您的线上客服朱棣卡又必须为您上工了哈！我们这位老王盛红呢，目前想要购买我们3800专案，不是3800，对不起，38000专案。我差点忘了，就是本频道大佬的币值，那个3800跟我们讲的不一样啦。好，那个3800对他们而言就是38000的这个价值。所以说，老王先生，请问您目前信用卡是无法交易的部分吗？您只能用转账的部分吗？好低沉的嗓音吗？瑶瑶，我觉得我声音还蛮清亮的啊。自己说，但只能我看一下哦。您临柜处理是不是？还是说我记得信用卡之外，很像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它是可以接受5万以下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很像老王，你有看到另外一个方案吗？您的线上客服朱棣卡现在马上为您处理38000的专案是吗？38000专案的部分哈，我们天蓬元帅38000套组的部分我看一下，我帮您走一下流程哈。更新金额77646啊，谢谢我们天总，对我们目前更新金额776462哈。老王这边クレジットカード持っていないね。それが很像只能临柜咯。银行的户头有设定非约定账的，这个其实猪不太了解，因为我不是大佬，我对于那种大笔金流很像不是那么了解。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我们在吹这个募资专案的部分哈，我们 BGM 是不是可能要稍微台位一点？总觉得很像要切换一下我们的 BGM 哦。来，咱今晚的调币的募资专案来到点吼，来今晚这数字是偌济？等下哦，来的 copy するね。ちょっと待って。这个啥会？等下哦，那这个囤足机就伫现场吼，来甲恁宣传一下吼，咱即摆调币的募资3D 化吼，咱3D 化 showcase 吼，真正解锁啊吼，帮你的福气吼，即摆咱的现场迄个数字来到着776,462块咯，来拍下吹嘞！最后5天吼，咱今嘛吼，咱再吹一个吹啥会100人呐，吼，那成为我们第100人吗？吼，今嘛就是机会啦，然后这就是机会啦，吼，我们相逢就是有缘哈。等一下，我们的聊天室拿不起啊，那很胖起啊，聊天室嘞，好，今嘛聊天室来啊，老王今嘛咱38000块的这个专案，吼，愈卖落去啦，吼，愈卖落去，因为伊クレジットカード持ってないからね、クレジットカード持ってないならそれはどうしようかな。それは困りますね。原来继续嘛，YF 先生お疲れ様，今日は FF ですね。今天是 FF， 大家注意补水哦。めちゃくちゃ暑いじゃん，非常热哦，现场超多人，对不对？然后。菲菲哈密瓜先生，谢谢你们的7777。对，不介意的话，就是不生气的话，你们也可以把我们的那个募资数字拼成7777哦，很棒，777哦，77777哦，对，好少一个。我的 BGM 会不会太大声啊？我 BGM 跟你修点声，会吗？我
且我最近因为那个在录制专辑嘛，因为我们专辑其实就是很感谢我们文化部愿意支持我们专辑，所以就丢了130万过来让我们录制这个专辑，所以我们其实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录制专辑。结果我发现越录我越发现我台语真的不会讲，好难哦！台语今天就拍拱了一缸灾，好难啊！我们的诺诺也来了，我就说本频道的姐姐一点都不奇怪，我们本频道常常迎来可爱的小萝莉们，她都要喜欢库蒂莎，今嘛喜丹的诺诺妹妹，诺诺妹妹姐姐爱你哦，诺诺妹妹，你会常常降落也是因为爱姐姐对吧？诺诺妹妹，诺诺妹妹，听说8月份的回馈是吃豆皮哦。姐姐爱你哦！午安，月月原来下这位是常理吗？午安哦，中岛贺吼，只是一杯冬瓜茶吗？啊，冬瓜茶好喝诶！午安，啊 ，Riba さん你怎么？Roba 啊，これが前の読み方は何なんでしょう？Roba，そう，Roba さん你怎么变成常理先生啦？雪莉宝贝。你那个账号不要随便交给那个谁，你那个账号，你们那个谁把那个账号还给水灵宝贝好不好？那个瓜，那个秀的词，那个瓜真的是效果之好的。如果说你们不晓得我们在瓜什么的哈，欢迎就是到猪猪频道去寻找那个最近上传的那个秀词哈，那个就是可能就是把猪猪的脸挡住。我到hin村那总裁的机车行亲自去请教他发音的部分的那个瓜哈的那个瓜，是秋瓜的瓜。是カエルがカエルあ、違いますね是カエルそうアクセント違いますね是カエル呢，カエル是啥会青蛙台语是啥会我不知道台语好难哦，天哪，最爱的爱呢，是不是 ？No， 我们准备吃豆皮哦。是我们的妮小妮奶奶，我们感恩尼氏企业总裁把我们39万直接轰炸我们的第2批台语专辑以及3D 化募资专案，直接低价给咱解锁，来3D 收开，让人趴下吹了。谢谢小妮妮，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我们目前募资专案的人数来到了94位。我希望我们至少在我们募资专案结束之前，我们可以冲向第100人，好不好？我们还差6位，好不好？想成为我的100分吗？啾咪阿斯，今晚就是机会哦！谢谢你们啦，也谢谢马克先生送出一个汇集，你们等我一下哦。也谢谢马克先生送出一个汇集，然后是小妮妮，哇，小妮妮加入3个月吗？才3个月吗？我们尼氏企业总裁小妮妮才加入3个月吗？我怎么记得好像没有这么。有这么短吗？好奇问一下，您收到了本频道马克先生赠送的汇集哈？欧美都国在吗？一定是面生带坏的吗？他们一直都很坏。No， 遇见真爱与你相遇吗？但听说 No， 我更怕豆皮。于是这个月我们当家总裁彩的确是当诺不让呢，对，直接就是线上说啾啾我要豆皮。我要让诺诺吃豆皮，好坏，你知道吗？感谢老王也送出了一个汇集，哇，普天同庆，是谢谢各位的解锁。但是我们不建议您各位继续帮我们把我们的募资专案100人解锁上去哦，只要少少的250块，您就可以有机会成为本频道的专辑推手之一，好不好？对，然后追gay吗？叫做追gay有啦，卡 A 都叫做追gay，我那。是钢琴款吗？是同一种吗？我怎么记得水机？我哪记得水机跟开路不同款？天哪！回家开路改变，开路跟开路変わりますね。呀！我在讲什么？小妮妮，然后感谢立生，哇，应该是立生又收到了老王的汇集了哈。然后纠团睡公园吗？不行，小妮妮不准睡公园。来过来啊，不是。对不起，我今天为什么中午都怪怪的？看到妹子就想开撩。倪总，对，大家会没有啦，我们倪总怎么可以睡公园？而且小妮妮，我跟你讲，就是最近已经有打算去实体店面买那个泡啊，蓝旗家被爆泡啊！小妮妮，我要跟你约个时间，因为呢，小妮妮这次在我们的专案砸了39万，就是把我们这一次专案全台独一无二的。猪猪3D 化神官帽带走了，啪叽！
好赞哦！那这就是神官帽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致。对，那这个神官帽我们也会委托北部某一个做神官帽的店家，他们就是手工制作。好，真的是手工非常非常精细的制作，所以成本真的是爆干贵，你知道吗？对，我们真的要落入妮妮总裁手里了。除此之外呢，我将会放炮啊！好，我们要放鞭炮。好，我们放鞭炮的状况不会放过妮妮总裁，妮总姐姐再跟你约个时间放炮啊！我是一个社恐，专职社恐，你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社交恐怖分子。你们敢玩，我就敢跟你们玩，我就只怕你们不敢玩。妮妮总裁既然39万砸下来，解锁本频道第2阶段的3D showcase， 我不会放过他。小妮妮，我跟你约个时间，咱泡下吹落去，你真正卖黑惊到哦。我们泡虾真的要吹下去咯。小妮妮，我再跟你约个时间，看你什么时候方便接我的 DC 电话。那 DC 电话接起来，我会很热情的跟您碎的虾。除此之外呢，咱泡虾的吹吹落去，请你一定有机会可以帮我做个记录的话，それがありがたいですね。如果您愿意帮我们的 DC 内容录下来，帮我把它弄成一个档案，我也可以丢上我们的直播，让大家知道这只猪是如何庆祝的。我们既然推广本土，我们的庆祝方式一定也要有泡蛙虾这么本土的东西，我怎么会放过妮妮总裁呢？妮妮总裁好不好？妮妮总裁可以哈。第二真叫起泡蛙虾，可是猪猪想成弹出啊纠集吗？应该不是纠集呀！三哥伊拉塞，三哥你又想被打断腿了哦！我应该不是蟾蜍吧？青蛙真的是追给哦，还是我记错了？连临柜都不能办理吗？老王，为什么你连临柜都不能办理？嘿，真的是泡啊，小妮妮，小妮妮，啾啾会在私信真绝不凡的您，跟您约个时间。然后除了倪总之外，非常感谢目前已经参与募资的这90几位的大家。你们的每一步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不管大额小额，真的都非常重要。不管是我们在这次专案的最低价冷霸狗杂扣，还是就是倪总一次丢个39万下来，真的是大家一起成就这一次的解锁。真的，你们真的是超级超级赞的，谢谢你们。对，然后很顺利的把这次我们的这个解锁掉之后的那些感觉，我不晓得该怎么去形容就觉得来这条路真是太好了嘛！虽然说你们一群就是跟疯子一样，熟男熟女疯起来，其实他们也很疯，只是他们疯起来是那种就是好喜欢哦，这群疯子干好爱，你知道吗？那种感觉。相信一定有大龙炮吗？那个。而且在这之前啊，放炮啊以前，我想要跟您各位请问的是，咱放炮爱所在是不是爱申请啊？我们放鞭炮的地方是不能随便乱放，我们是不是要经过申请啊？特别是我是真的要买那种一串的那种，咱结婚的时阵我把那婚丧喜庆，人家在结婚的时候放的那种，就是那种长串的那种啊，我就是要那种炮啊烧才有感觉。对，只是我突然想到说完蛋了。我如果是在市区这样随随便便给他放炮吧，可能会被抓走，会被罚钱，对不对？我们这个泡蛙虾真的是很贵，还要被罚钱，收红单这样子。然后这个细卡哦，谢谢小天，谢谢小天。只是他没有那种大叫公饮的吗？大叫的部分，这个实在是要玩也不是不能玩，我只是觉得妮可能会吓到退订。而且啊，就是真的是很感谢啦，所以就是北部那边，就是可能大宝老师有机会就直接帮妮把我们的神官帽送过去。我们的制作人老师，对，就是真的是太感谢了，因为这笔钱真的不是单纯的39块，但是可能对妮总裁而言就是个39块而已啦，对，但是对我们而言就是可能可以活个那个半年1年的东西啊，可以活个半年1年的币值，对，然后大佬那倪氏企业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对，他们币值完全是不一样的，对，猪猪疯起来一定很男生也很可爱吗？我本来就很可爱，谢谢，好像要看地方是不是？啊，这样子我是不是哇？咱泡啊呗，都为绑卡好。
那我再查一下，我要去哪里放泡啊？卡赫，我可能要选一个郊区，为了你总裁放泡啊，就直接开车到某个郊区放一放，然后再回来。对，我的朱迪卡说到做到齁。然后银行用的印章在妈妈那边，所以没办法临柜。哇！那盛宏，我问你哦，另外一个方案可以吗？我记得信用卡以外，很像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方案你要不要 try 看看？丽轩说什么？想看被警察抓走的猪，动不动在什么新闻上？不要，不可以。说这个断ります。不好，你来了，不好。然后台湾释放，然后依据一般民众购买并释放是一般。通常有时间限制，例如晚上10点至隔天晚上不能放。但年节庆典不在此限之外，有特定禁止释放的区域，加油站、学校。所以说我要特别选，其实最不会被抓的就是中秋节啊。但是今年的中秋节实在是太晚了，我在想说，我很想在我们募资结束以前。来释放，然后来庆祝一下，对，但是很像这2天，很像也没有就是特别适合释放鞭炮的一些节庆。想来想去就是中秋节，对啊，中秋节最不会被抓，中秋节就是大家都在放嘛，大家都在路边烤肉之类的，就警察可能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先查一下吗？好的，盛宏，您的线上客服猪猪现在也跟您同步，我帮您看一下这个状况哦。因为之前我们有特别联系那个挖贝平台那边的专员，这是因为这个39万实在是太大笔了，对啊，但是我看一下3万8的状况，3万8的状况我帮你看一下。好，我立即赞助，我自己赞助我自己。他要我写什么？好，朱迪卡，例如说，感谢签名卡签名的名称。好，那我写了，然后呢，立即赞助验证中，然后前往付款的部分。虚拟账号转账的话呢，这边有那个 ATM 的部分，ATM 的部分，盛宏你可以使用吗？有三跟上一拉塞。中完泡豆的时阵有在放炮啊吗？那是中完泡豆会当放炮啊的，喂，很像可以耶。看一下，盛宏你还在吗？线上刷卡你可能没有办法嘛，但是呢 ，ATM 虚拟账号转账的话呢，可以吗？这边有这个选项。结果没法转，3万8为什么没法转？上限只有3万盛宏的转账上限只有3万是，那最后的这个什么これが読み方わからない AFTEE 的话呢？我记得对，可能要看您那一张，应该说您的可能要打到银行那边，就是信用卡专员那边帮您把最高转账的金额可以设成10万之类的吧。对，我自己有一张那个我自己金城银行的自己就有设到10万。对，因为有时候有可能要委托那个大手的会师大大。对，或者是有一些委托，其实一下子就真的是5万以上的金额要转过去的这个状况，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开通那个金城银行的这个账号的时候，我就有跟专员讲说，我希望帮我开通10万以上的转账，就是每一个月这样子，对，这样子要委托付钱的时候也比较方便这样子。信用卡的不是信用卡那种 AT 是 ATM 转账，所以要再研究吗？生活是生呢，辛苦你了。对，真的是最后一里路了，感谢大家还持续要帮猪猪冲刺再冲刺，上限5万转账不能，设定本来就只能3万，微配，我的天啊，这些金牛真的，我只能说这些金牛辛苦大家了。
谢谢金牛座，辛苦大家。然后我们现在线上的这个募资专案来到了第95个人参与了，谢谢你们！阿雄仁老师也谢谢。这一次我们专案一推出，我们阿雄仁老师马上先冲，对，是我们这次专案赞助的第一位会师。而且我们这次专案迎来了很多的 B 朋还有会师，然后音乐老师愿意一起共襄盛举，这个是真的让我真的觉得很感动，超级开心的，谢谢，感谢。然后现在这个状况，我们已经突破了77777嘞，你们好棒哦！我们已经突破77777了，我们现在金额来到777872块，777872元，777872。这个数字，这个谐音感觉很像就是被骂，但是没有关系，对，被骂的甘之如饴。我先为您各位把777872给他更改一下，感谢，我们还差5位哦，我们还差最后5位，我们就要冲向100人赞助了，好不好？让我们这次的募资专案可以有100分圆满哦。7777872，等我一下哦，7777872，这位是孤单的鹅，欢迎这位孤单的鹅，不管大鹅还是小鹅都是好鹅。今天你要成为一只大鹅还是小鹅都是可以的哦，孤单的鹅。如果成为小鹅的话，基本上250块就可以加入本频道的募资专案哦。欢迎您参客跨玛雅哎，泽野先生いらっしゃい，是7777872哈，7777872，7777872。好，7777872。好，那盛虹的状况，看能不能联系一下信用卡那边，要用 APP。你不是很信任这个东西啊？原来是这样子。好吃的鹅肉饭、鹅丸汤那个很好吃汤啊。哇，还是盛虹，你身边有没有什么亲友？如果说盛虹真的很想支持猪猪这边的专案，真的很感谢。对，而且又是选择了38000的专案吼，那怎么办？有什么解？盛虹那边有没有什么亲友可以可能代劳的？然后代劳之后，可能盛虹再把钱转过去之类的，这其实也是个办法啦。但是看有没有亲友可以代劳的。Just 伊拉塞午安，好，我们先把7777872这个数字把它更改一下。我们来到倒数5位喽，倒数5位，好，我们成为本频道这个DLB专案的推手，只要少少的250块。250块，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重要推手之一。好，我们现在还差5位，就可以迎向100人赞助喽。7777872，这里 OK，7777872，你等我一下哦。耶，来到7777872，是，而且那个百分比是11.1，好有趣哦。11.1这样子，如果真的没办法就换1万多的。好，我是觉得没关系，还是因为我在这里很像联系专员也无解，对不对？很像联系专员也无解的样子，在做什么动？那么盛虹目前能做的是转账吗？你目前能够做的就是转账的部分吗？就是目前有解的，就是这个38000的状况，就是只剩下转账吗？是这样子吗？在做什么活动吗？好，看到了吗？好，目前我们这个活动就是我们目前这个DLB的募资专案，好，我们已经成功了解锁了这个70万，也就是我们3D Showcase 的这个活动。对，但是呢，我们还希望在募资结束之前，我们可以迎上100人，给自己打100分。如果不省事的话，250块就可以让你成为本频道这个专案的重要推手之一哟。250块，对。好，盛虹像目前只剩转账，那我可能专员那边帮你问看看有没有这种特别的解法好了。对，我看一下他们能不能特别开啊，我问一下。对。但是
是我记得好像特别的付款方式，好像他们是说至少是5万以上。对，但是我可以帮您问看看哦，盛豪，你等我一下。一朵。好，盛豪，请等等我，我帮您询问一下我们挖贝的专员们哦。等我一下哦。好，看一下哦，我检查一下，好 ，OK， 我传达一下，然后看说。我记得好像至少5万以上才有办法开一个特别付款方式，但是我还是可以帮你问看看，盛豪。那但是专员现在应该也是都还在忙，所以晚一点我会再联系您哦，盛豪。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们这是最后一里路了。对，而且猪猪最近有机会开台，也是会努力的冲，就跟猪猪之前说的一样，我会跟你们一起冲到最后一刻。然后哇，感谢阿斌啊！在地主角，请继续加油，谢谢。我们阿斌啊也留下了非常暖的字迹哦。还有这位是波该桑，波给，加油！希望可以尽一份心力推广台湾文化，谢谢。哇，即使您只是路过，不知道我在干嘛，只是路过，然后我们是初见，我也很开心，好不好？谢谢你们。来，我们来到了。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哦！来，777-872，777-872，我们希望有机会把我们这个募资专案真的冲上100人，好不好？对，为自己的募资专案打100分，你们都是我的100分，好不好？对，谢谢你们。好，那我们这次的募资活动也是继续让它跑着啦。哦，目前倒数5位哦。想成为我们最后的5位，给猪猪100分的话，请不要错过机会。好，我们的募资目前来到了最后的倒数5天，谢谢大家。哦，倒数5天哦。哦，要买要快，好买好也算啦，也算啦。是多多伊来噻，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你。让我跟嘟嘟打声招呼，是我们可爱的丫丫嘟嘟。嘟嘟，我跟你讲，猪猪这次的募资专案真的要冲到最后一里路了，妈呀！这个3个月过得好快哦，天哪！超级感谢我们家面线的香挺，然后还有加入我们募资专案的 V 朋们，然后以及就是可能素未谋面的大佬路过，但是不嫌弃也赞助了一下。还有会师们、音乐老师们的加持，超爱 3D 的啊！真的假的？谢谢豆豆。那么豆豆刚好你现在来，我们要来解锁一下我们 3D 神官帽形象的3视图哦。谢谢你们，之前太忙了，一直想跟大家解锁，然后没有时间哦。对啊，而且其实
猪猪的观众都知道啦，我的开台时间其实是我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我这3年来巴不得每天开台，你们知道，好想开台，但就是没时间开台。我好想开台，对，例如现在看到你们真他妈超开心，谢谢。不嫌弃的话，我们一起来解锁我们 LF 爸爸画到哭的3D 神官冒险箱。为什么说画到哭呢？对，因为这次这个朱蒂卡这只女儿呢，对，变坏了，也不是变坏啦，就是大修改爸爸的图稿。爸爸觉得自己画得很烂，觉得女儿不喜欢自己的画了，一度想放弃。那我们来解锁一下，我们把马赛克板先拿掉了。来，讲，好。首先先感恩 LF 爸爸，他没有放弃，对，他真的一度想放弃了，但是我努力的把他拉住，画得非常的精细哦，而且基本上啦，没有吃兔兔，谢谢大家，鬼之幽魂。而且其实我们来来往往真的是修稿子修的比较，这次真的修的比较频繁，因为以往像猪猪的 2.0 3.0 啊，一次过猪猪完全没意见，就觉得就是漂亮，就是精致，嘿，完全没话讲。对，但是这次关系到可能宫庙的风格，LF 爸爸他也真的是琢磨了很久，对，所以他一开始的初稿真的是大改，所以 LF 爸爸其实那个时候就很担心说他没有办法胜任，对，但是还好他坚持下来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因为他一开始过来的初稿啊，就是也算是比较呼啊那感じ比较萌系的，是中国风没错，然后旗袍类的，但是是蓬蓬裙。但是这部分就是我跟爸爸讲说，我希望可以，我希望一旦卡迪乌迪啊，就是说今天可能一旦有3D，我们一定就是希望有一些更帅气的展演。可能跳舞做任何动作不会被裙子所干扰，对，所以那时候就跟爸爸说，可能我要的方向大概是什么，完全8的大改。所以来我看一下那个，不过爸爸现在可能在睡觉觉。初稿的部分啊，我也之后就是先询问一下 LF 爸爸看能不能公开好了。对，我想说万一他不想公开的话，对，我唐突就是让大家先看到这个初稿可能也不太好。对，总之这个是最后留下我们想要的东西，很棒，对，很棒，对，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精细。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正面的部分，真的是画得很细耶，超级细。而且因为就是真的是来来回回改稿，真的是3-4次吧，所以我记得改到第2次的时候，爸爸就跟猪猪讲说，猪猪，爸爸觉得爸爸可能做不到你们要的，你们要不要去换其他的绘师？然后我就跟爸爸讲说，爸爸没事，你不要放弃，爸爸你要继续陪我继续就是把这个3D 的造型好好的绘制出来，因为就是因为一日爸爸终身爸爸，就很坚持一定要爸爸这样子。对，所以爸爸他真的也是很谦虚哦，因为基本上有些绘师可能就是说啊，今天我都已经画初稿了，必须可能我这边也得支付一些费用，但是爸爸他就是超佛又超好，他说猪猪，我担心我画不出来你们要的东西，你们要不要去换其他绘师老师问看看之类的，然后他也完全也不收我们钱之类的，因为他觉得反而不好意思，他觉得是他就是画不出来我们要的东西。我说爸爸没有，你没有画不出来我们要的东西，只是因为这次团队人比较多，那基本上我们大家可能会比较集思广益，对，就是大家可能会给的建议比较多，并不是你画的不好，所以快点秀爸爸把他抓住秋天枫叶已拉塞，然后星辰已拉塞。记得募资公开的工作人员介绍的时候有说，觉得自己不能胜任，没有错。对，所以基本上这次的风格真的是别有以往可能所谓的 LF 家的风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相差甚远，
而且这个又是我很坚持要台湾宫庙的一些风格，因为可能有些跟中国风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台湾宫庙的东西，我希望能够保留在这一次猪猪的3D 神官帽的形象，所以我们就算是花朵也采用了可能台湾的国花，这个是梅花，对，但梅花的部分就是可能我不讲的话，大家可能不晓得那些黑喜虾米灰，但其实我们的设定稿是梅花。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火火老师也特别那段时间有去研究梅花、樱花跟桃花的画法。那也是因为那个就是火火老师有接下我们3D 募资的主视觉图，所以他也很用功的帮我们在研究梅花、桃花跟樱花的画法，这样子。对。哦，在思考投哪一个？思考很久，刚投完了吗？啊，有啥跟啥你把吹落去啊？哟，咱今晚来看一个。有啥跟啥你把吹落去吼？啊，我们的募资专业来到第97人了啊！我的戏ございますね，谢谢，很谦虚的爸爸，然后只是草稿呢，对，嘿，对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句话，对他说那个只是草稿，那个就是一个匠人的心情，你知道吗？也都不知道这次哦，至于我这次的神官帽造型，我请胖子吧，您赶紧去问咱 LF 爸爸。好，这个无可奉告，因为我忙到没有时间去厘清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先谢谢有沙根桑，哇，成为我们第97人，我们还差3位，我们就要迎向100人展了，哦耶！请问你们要成为我们的100分吗？还差3位哟。想成为我们的100分吗？最低金额只要250块哟，谢谢你们。有沙根桑，我收到了，我们看一下后台的部分哦。谢谢有沙根桑，哇，有沙根桑。咱的嘟嘟嘟第2批套组吹了起来，趴下吹了。有啥跟上啊？您这个数字是有符合一拳特点的架构啦。我是不晓得有啥跟上，你是不是有要来我们10月份的这个 V Stage 演唱会啦？哦，我们目前这个赞助专案是绑着我们 V Stage 演唱会这个一拳特点的福利了哈。举凡您已经抢到了我们10月18号 VIP 资格的话，其实不用抢，因为猪猪这次释出的那个 VIP 资格比较多一点，对，所以也不用抢了。还有，对，举凡就是您已经有购买到我们 VIP 资格的您各位尊爵不凡的 NN 抖 M 们，刚好您又赞助本专案75C 以上专案套组的话，等同于您已经入手我们10月18号一拳特点的资格了。至于你们想要怎么被揍怎么被踹，那个刑具你们自己准备好，知道吗？よろしい、わかります？问就是没有。一定有穿胖次的，我这个裤子不穿胖次会不舒服好吗？一定要穿胖次，胖次很重要好吗？所以 Yusa 跟桑，你至于你要不要被揍，对，这个就是也不晓得说有没有机会揍到您，对，还是说您想偷偷的过来被揍，对，这个也没有关系。我们要来到第99人了，谢谢你们第100人会是谁呢 ？Oh my god！ 我们项目就要来到了7911112。79万1100，是1100，在地扣应该是这样讲吧？79万1100，1100在地扣，好老舍哦！第99人出现了，我们第100人会是谁呢？啊，我的心！我们今天要冲向100人了。付款时间是到明天晚上11点。这个虚拟账号可以分2次付款吗？2次付款 ，OK？ ATM 虚拟账号吗？我帮你问一下，我帮你问一下，我们尊爵不凡的专员们，等我一下。哦，好 ，OK， 刚好这个专员也在跟我，就是说看看要不要，就是虚拟的部分。太好了，等我一下哦。您的线上专员朱迪卡帮您处理一下。H， 这位观众询问，大娃姐妹号。好，我帮您问一下哦。OK， 帮抽了吗？帮抽了啊！谢谢尤莎盖莎，谢谢杜
豆豆，就是我记得我之前在宣传卡甲这首歌的时候，去年的卡甲就是我们本频道的第一首原创曲的部分，豆豆给我的反馈好可爱，好热情哦，就是他就是很挺，你知道吗？他给我的反馈就是超挺，然后一直叫猪猪加油加油，然后他就是真的是很热烈的帮宣传，然后努力的支持这样子，谢谢嘟嘟，应该是没问就是什么啦？问了什么东西？什么问了什么东西？好，谢谢你们，我们这次的募资专案真的是哇！来到了第99人，然后目前我们的数字来到791112，我帮大家改一下哦。那来改几嘞？这个79万1100吧，咋里扣是这样子念吗？咋里扣？我跟你们讲，你们越是钻研一个语言，你越是发现你讲的很烂。我现在就是在于我在钻研台语这个语言，但是我发现我越讲很像越多问题要去校正，你知道吗？啊，咱来到着100啦！咱今晚的数字来到着79万1362块，爬下去了100人了，耶！100人了，谢谢你们冲上100，我们今天真的耶100了，100了，100了，耶！谢谢你们100个人了耶！哦，真的100了耶 ！Oh my god！ 谢谢你们啊！我抓一下，抓啊！嘟嘟，谢谢啊！我的天哪 ！Oh my god！ 啊，好开心啊！对，台语真的是超难的，但是猪猪会就是努力的。既然要推广本土文化的部分，我觉得我在这个专业面也必须要努力的去把它把持住。幸好我们这个不好说，我们这个对至于有没有胖吃，你们自己去问 LF 爸爸，知道吗？台语真的超难的，但是我会努力的。谢谢你们，咱直接100人啊！谢谢哇，100个人参与我们的募资专案了，而且我们的募资专案真的也来到了79万了，要迎向80万了！天哪，好开心！这学习知识一样吗？越看越觉得自己知道的不多。哎，真的哎，他哇，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说，哎。你要读很多，对不起，我的嘴巴因为太开心了，我又在打结了。你必须要读很多的书，你才不会被人瞧不起。然后呢，你又必须要读更多的书，你才不会去瞧不起别人。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棒哎。也就是说，你今天读了很多书，人家会觉得你很棒。但是，一旦你的书读得够多、更多了，你的知识领域变广了，你会发现你知道的东西真的是太少了。因为这世界上真无奇不有，当你透过书上的知识或者网络上的知识熟悉的越多，你会越发现自己越无知，很可怕吧？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谢谢高志老师，谢谢哇，谢谢你们都哇参加我们专案的大家，谢谢你们，我们真的100了，冲上100人了，赞！也谢谢豆豆把吹落去啊，这开心可以拿我线上，不要断ります，不要理你。会好好的为 LF 大大，相信呢，你对不起，我被我口水呛到。爸爸一定是我的友军，你们就问他，然后等他有空来猪猪线上，直接证实我有穿胖次。你们有种就把他拉来线上，然后来证实我有穿胖次，一定是会这样子的啊！103吗？真的吗？已经来到103了吗？谢谢三哥，哇天哪！我看一下。啊，真假诶！咱三哥立马吹落去呀啦！然后喵总小赞助谢谢，然后恰恰也谢谢你们啊！你们都出现了，有沙给上恰恰，然后小喵喵吗？是小喵喵吗？谢谢你！然后瑞红三哥，你姐姐都吹落去啊！谢谢你们！哇，我们这个最后一波啊，好开心哦！哇，你们好赞哦！一直存在在抢100号，我说真的，我也不晓得这个100号到底是谁耶！哇，这个100号我看一下，但是后面后台很像也没有所谓的编号哎，很像也没有所谓的编号，而且后面的后台有时候还蛮乱的。为什么？有些是付款失败，有些是等待付款，然后当完成付款的时候，到底那个谁到底是100号？其实有，等一下，什么啦？为什么彩出现了？彩小心被揍，彩。
什么？我有穿棒子，我们来到了103人了，谢谢你们。哦，遗忘的，你们有种就把 L 爸爸抓来聊天室，抓来我们的配信，证实我没有穿胖次，证实。在爸爸过来证实之前，我绝对有穿胖次，知道吗？抢失败，抢到了98，我觉得这份失落感也蛮爽的嘛。哎，那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抢到第100人啊？我们的第100人到底是谁 ？My God！ 是小喵喵吗？小喵喵抢到100吗？新的退火人偶是什么？什么？那你？那你？好，等一下。为什么嘟嘟，我有穿啦！嘟嘟，你不要被他们这群面线带坏，我有穿棒子。等一下，我有穿了。如果看留言的话是恰恰吗？好。可是我跟你们讲，留言不太准，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有些人可以赞助完之后再过来留言，所以像那个我记得柚子啊，他赞助完的隔2天才过来留言。我想说奇怪，他到底什么时候留言的？然后我问才知道说原来赞助完之后可以就是一直保持着这个留言的这个资格吗？也就是说，其实赞助完你不随时留言的话也是可以。对，但是你可能过几天再过来留言的话也是可以，所以我才觉得说看留言也不准，我到底那100人到底是谁？所以确定是小喵喵吗？什么兔毛胖子？我有穿棒子啊！有萨给萨利嘎多，谢谢我们今天谢谢你们在线上见证我们第100人的赞助，好开心哦！嘟嘟主播好眼力，不是有穿啦。反正 L 爸爸过来我们聊天室证实以前，我绝对就是有胖次，一定是最美的那件，知道吗？对，绝对就是有胖次，知道吗？谢谢你们大家，我们倒数5天冲向103人，好开心啊！如果有帮我问到在线上的话，DC 吗？没有问题，等我一下好的，那个老王你不要走，他刚好回复我了，他说需要1次转账，金额正确才会缴费成功哦。也就是目前后台设定缴费期限是下单后1天之内没有错。老王一定要完整的数字老王一定要完整的数字，老王。好，老王真的加油，老王完整的数字。对，这目前就是挖贝那边的线上专员，对。然后彩14个月一世注重财，我们这个彩真的是鬼财，你知道吗？我们彩明天生日，然后刚好明天也是鬼门开，他已经迎来了他的中原普渡蛋糕了。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本频道大佬的爱。我真的没想到我们的迫害卖场居然还有办法迫害一只财领12个月周岁蛋糕，到底是有没有这么团宠？我有胖次臭彩，你想被300吗？脑中浮现那么茄子风格的胖次吗？嘟嘟，这个姐姐的秘密怎么讲出来了？真是茄子风格的那个条纹胖次也是很可爱的，好吗？来去 L 夫老师，请他那个正粉，你们约得到就请他过来。在那之前，我会先威胁他。你们约得到就请他在我配线的时候过来说我没有穿胖次。我现在又有一个新造型了，这个绝对就是有穿胖次的，每次新造型就是有穿胖次，除非 L 爸爸过来证实我没有胖次，知道没有？知道吗？福利熊，你又想听福利熊主题曲是不是？然后孤单的谢谢你们，谢谢，就是走过路过，感谢你们参与我们本次专案，也成为这103人的其中一位，谢谢你们。茄子带风格，茄子带风格很可爱啊，没有兔毛，没有。对，要1次，是的，要1次，所以是红，祝你顺利，祝你顺利了，所以不能在此阵内分2次汇款，好像只能1次，对，他只能1次，好像就只能1次这样子，也就是说，他转完之后就代表说他那个款项就只收1次，然后要吃到正确的金额的这个意思，对，是要1次的，没有错，小妮妮。对，很麻烦600，我才不要理你。有出商品，一定要买。嘟嘟，你的意思是说
什么胖次商品吗？怎么觉得嘟嘟在讲奇怪的东西？买什么啦？你们要买什么东西啊？你们都好奇怪，你们真的都好奇怪。你们去看我的那个精华，我记得那一篇好像不是 shorts 是精华。我们家面线都很奇怪，一定要被揍。当下跟他们讲说有一拳特点这个东西，我们的募资才总算冲破了30万，很可怕欸。到底是怎么回事？要被揍？怎么会这么有动力？我们家面线真的很奇怪，你知道吗？你播啊，没差吗？不要啦！好了，我上次差点被版权，我觉得我乖一点好了。要300吗？没有，你们都没有300，才不要给你们福利。Hiko 桑伊拉塞，没办法就换成1万多的专案嘛，也没有关系，好 ，OK 的，就大家方便就好。那目前就是可能挖贝那边要有特别的可能转账专案的话，可能至少要金额要够大，他们才有办法就是开出另外特别的这个转账专案这样子啦。对，好不好？就特别付款专案这样子。谢谢你们，感谢，我们快点来改数字，我们真的冲破100人了啊，好开心哦！来，我们倒数5天，对，好开心。我们数字来到了79万2512块，好，792512块钱，792512，我们来再更改一下792512，好，等我一下哦。谢谢你们，7952512，我开心哦，而且这个数字也即将迎来80万了，好酷，7952512，当7952512，好，而且跟你们一起冲破100人，我现在肚子突然变得好饿哦，爆炸饿的那种。爆炸饿，7952512，想7952512，爆炸饿的猪猪，耶，7952512喽，应该没错吧？好，好，耶！谢谢你们7952512了，都买，然后有什么粉随推，那你们也不能穿胖次啊，是不是阿吹？嘟，我们恭迎我们嘎基德亚套组大佬12万吹了起，阿吹趴下吹来。阿吹，我们100个人赞助了，我们现在赞助的人数来到103了，好开心哦！啊，嘟，我精明概念，阿吹，没300内有，我打的是欧打，不是欧巴，气死我了，臭彩彩。好，先睡一下吧。OK， 感恩离开帮忙，不会，能够帮您各位，就是询问的，就是这边能够帮忙的尽量帮忙，这样子好不好？也谢谢你们的心意，谢谢你们。求打的路上，伙伴们开始多了起来。对，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于被打这件事情非常的积极。两百先生，你要花上你的250块赞助专案吗？最低金额250块，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103人的专案赞助啦，谢谢你们！我赞助的时候，大家抓雷蛋。为什么你总裁抓雷蛋？因为你把那个我们的挖贝平台玩坏了吗？对，你总裁玩坏了，你总裁在丢39万的那一瞬间玩坏了我们的挖贝专案。整张辛苦，希望顺利吗？是的啊，但是不勉强。如果就是3万8真的弄不过去，那其实替换其他方案也是可以的啦。对，那就像我们其他大佬说，3万8汇不过去，不晓得为什么那个12万就吹下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对哦，就是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啦。这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哈。至于那个12万怎么吹下去，你们可以为我们线上的那个阿吹大佬、雅吹大佬在现场咯。好，一旦咖喱好如何来吹在杂里班的咖鸡套组哈，吹了可以的丢啊哈，谢谢我们阿吹哈，有在线上好。我那种选择性什么？对，你们都选择性的粉随推，你们全部都没有在半字，全部都没有，真的是粉随推。
你看救护车来了，他们知道你们要被我打晕了，他们知道你们欠揍，知道吗？根据什么无什么推理推定，在众人详细确认前军，不是有胖次，现在一定为什么要跟你们讨论我的新造型的这个什么胖次？不是。我这个裤子怎么看一定要穿胖次，这个不穿胖次真的会摩擦不舒服，知道吗？我这个裤子，哇，我这裤子应该真理裤神官帽造型，整个也是哇与时俱进真理裤是不是？啊，真理裤啦，不是真理裤，对不起，我在讲什么？真理裤吧，我这个应该叫真理裤吧？什么？而且为什么我看他哇打说马克先生好坏，然后我眼皮看成马赛克先生？马克先生从今而后你就被赐名为马赛克先生，谢谢大家。时间是8月22号下午的1点08分，从今而后您就叫马赛克先生，知道吗？马克先生，好，你可以改名了，谢谢。大萝卜饮拉赛，黄蛋糕杯饮拉赛，谢谢你们，我们本专案已经来到了103人了，我要改一下，冲上100人，顺利冲上100人了，谢谢，我们已经本专案来到了103人的赞助了，谢谢你们啊，好开心哦！对，从今而后您就变成马赛克先生了，马赛克先生，肚子好饿，肚子饿了，对啊，马赛克先生，我刚刚眼皮看着马赛克先生。好了，我要忙什么东西啊？金色那不就是胖次吗？是不是 ？Bishop Psycho 商，我们 Bishop Psycho 商他都知道我们的胖次非常的下趴，那个绝对就是胖次。好，所以我就是有穿胖次，而且还是金光相向金色的，对，那个绝对就是胖次，就跟我的2.0，我认为我腰上的那个也是胖次，但是爸爸跟我讲说，猪猪。你没有穿胖次，你穿的是 C 字裤啊！但是这个金色的绝对就是胖次，绝对是。反正你播一次就这一点习题，不要，我像数学习题吓到我了，不要。什么被赐名了好不好？但是薄荷你也是浪薄荷不是吗？等一下，我们那个充电的状况，我们充电的东西好像没有充好，你等我一下。乖乖充电啊，面补要乖乖充电。等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哦，我调一下面补的东西。好，再一次，面补要乖乖充电啊 ，iPhone 加油好吗？好，金色的装饰带嘛，那绝对就是我这个胖次的那个线咯。好，那个绑线啊，很性感的，这个比2点的那个更像胖次啦，是不是？这个绝对就是我的胖次啊，对不对？看多了就什么，你跟我好好讲话，VTuber Psycho 商，这个是我觉得那种，在爸爸没有来之前，我们可以解读成他是金光相向的胖次，绝对就是胖次，童叟无欺的胖次，知道吗？一首歌15万，小妮妮，你今天是被谁盗账号了？不是，我们5首歌就是做个5首歌就打个折扣，不是不行啊，60万没有问题啦。自己讲，100减22等于88，这个不能再上诉了，这绝对就是世界的真理了，知道没有？薛定谔的胖次，好啦，还是我们跟你们胖次来胖次去的，来，我们快点继续来看细节。这个神官帽真的好漂亮哦，小妮妮，你准备要收我们独一无二神官帽，而且这个神官帽就是因为是手工顶级制作，所以它会附那个很漂亮、很下趴的那个透明的那个官帽的那个收藏的那个柜，收藏箱吧，透明收藏箱。真的是很漂亮，好期待！就是成品基本上做好了，一定会照相，然后丢上我们的社群分享。
对，然后由我们北部大宝老师专程帮您送过去啦。哦，专程送过去，买4送1这样，有没有这么划算？哦，这个细节的部分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当初 LF 爸爸画到想逃，然后但是被猪猪绑住，可怜的青蛙。但是也谢谢 LF 爸爸，就是真的拼到最后吼，因为真的是最后完全就是猪猪想要的东西，因为他这个裤装真的就溜达哦，这个裤装动起来真的是很帅气，所以那个时候在去年金咪获得这个奖品的时候，其实我脑袋已经浮现了我想要的东西，对啊，不过那时候还没有让爸爸知道说我大概想要什么东西，我想说担心会太局限爸爸的创作，所以我先请爸爸随意创作一下，对啊，不过因为爸爸比较擅长画的是裙子的装扮之类的，对，然后我想说好，那我稍微快点给他一些方向，对，然后就叼到爸爸想放弃，爸爸不愧是我的爸爸，最后我们还是很完美的把这些很多细节都画出来了，而且细节我给你们放大看一下，你们可以看到很多细节真的是做得很漂亮，而且 3D 的部分啊，伞月那边真的也是非常专业，他也真的是把细节做得非常漂亮。好，那我们神官帽的细节基本上以梅花为主啦，而且这个拆的也真是非常漂亮。然后看这些神官帽的这些，然后蝴蝶结之类的啊，这些全部也都是金光相向的梅花，非常非常的中华风啦，然后蕾丝的部分还有斜的部分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来，蕾丝的部分你们仔细看，其实是梅花的蕾丝哦，好漂亮哦！而且我的包鞋上面也有镶梅花，还是樱花，还是上面镶的是樱花，很像猪蹄超越极限。龙飞伊拉塞，这位是一晨伊拉塞安诺，欢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的本频道募资专案已经冲向第103人了，不生气的话250块，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这次专案的推手之一哦。我们的专案已经快要截止了，目前就是到8月27号的晚上11点59分为止。目前我们在冲最后1里路，即使我们第2阶段解锁了，也希望大家还是有机会可以参与我们的募资，只要少少的最低金额就是250块。当然你想冲39万啊，已经没机会了，因为39万被我们的你是总裁的倪总冲走啦，啪叽。但是其他专案也可以欢迎，就是 QR code 扫进去参考一下咯，谢谢。很像是樱花仔细看应该是樱花，对，还是保留猪体的樱花这样子。然后蕾丝的部分就是梅花的部分，那这个梅花的部分在我们裤管在我们裤管的暗纹也是梅花哦，也是梅花的暗纹，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精致，很漂亮。然后我手上面就是2朵大梅花，我的手上面就是2朵大梅花，超级可爱漂亮的。而且我的手袖啊也是刻意用嘎基迪亚的蓝色、红色、绿色交错的纹路，特别去把它摆进去这个嘎基迪亚的元素啦。那另外一手也是。而且我们的每一朵花其实中间都是刻意用成，这应该也是类似欧珀的东西，然后也是算是致敬嘎基迪亚的颜色，所以会看到我们梅花中间都会镶有亮晶晶的这个欧珀，致敬嘎基迪亚的红蓝绿的这个交错的颜色。然后啊，来，我们这个腰部啊原本是镂空的。腰部原本是镂空的，但是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就跟 LF 爸爸讲说，总觉得这个蕾丝很漂亮，我希望放在腰部，对，就是把这个梅花的精神放在我的肚子啦，对，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当下肚子很饿，就是觉得肚子应该加一些东西，好，就是梅花的这个蕾丝啦，谢谢。肚子，我都无时无刻肚子都很饿哦，无时无刻。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3视图正面的细节。我看到了啦，真的是猪蹄耶！真的是猪蹄耶！有没有？我胸口前面的那个流苏是猪蹄变成的那个什么樱花图案，好可爱哦！真的耶！
好，侧面的部分带大家看一下，侧面的部分，真的是真理裤呢。哪一天 cosplay 我自己，我要穿真理裤了，而且这个真理裤穿起来还不能被你们看到胖次，很难呢。这个真理裤要穿胖次的话，要穿要穿丁字裤了吧？等一下，不对，我一定也是有穿胖次，一定有，只是那个胖次看起来比较小件，一定有胖次。对，我们请 L 爸爸有空过来证实一下，绝对有胖次。梅花肉在想，不合，不错呢。哦，原来我这一块是梅花肉吗？猪的梅花肉超好吃的，对，细节满满哦，真的，对，好，那块是我的梅花肉，谢谢，不愧是，阿吹，我的75C 童叟无欺，不晓得为什么3D 化之后，我的75C 变得比想象中的还要再童叟无欺啊！好，童叟无欺，对不对？而且我大家给你们看，就是我们这个75C 在被我压扁之前，是多么的丰伟。我这个还有压扁过，你知道吗？这个短了一点，就是那个对。这个里面的胖次一定是比较小件，就是这样子有穿对，然后裤管的部分就是带大家看一下侧面也是满满的梅花的暗纹之外，还有梅花的蕾丝对，然后我们这高跟鞋的部分也是爸爸特别加上去的细节，南嘎基德亚的这个纹路也放进去了，不要啊，西字裤不好穿哦。好，然后这个梅花肉的这个纹路旁边，爸爸也帮我们把这个素材放上去了这个可能蜘蛛之后可能有需要用到的话，也是可以随时取用之类的。3视图看起来就是正常的75C嘛。我觉得这个3视图比一般75C还大一点，我觉得。好。总之呢，那个3D 75C 童叟无欺，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我们在那个胸部压扁之前是多么的雄壮威武，对啊，丰伟，对，好哦，3D 变超大，真的，只能说不愧是3月，给大家福利好，福利满，你知道吗？好，再是背面的部分，我们神官帽的背面真的也是画得非常精细，谢谢 LF 爸爸没有放弃，对，感谢 LF 爸爸完全被猪猪绑住，没有放弃。什么？这个突然想到菜单是吗？我肚子真的饿了。好，不管，我们先把3视图看完，背面的部分基本上也是，所以那个不是我的胖次吗？那不是我的胖次线吗？那应该是我的胖次线吧？我的胖次线延伸到那个背面啦，所以这个胖次线非常的性感，延伸到这个背面，交叉到我的腰部啦，不行，我不会放弃我有胖次这件事情。75C之前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看成57，一直看到5715看成5715。你们不要选择性的粉随推哦，你们那个叫选择性粉随推哦。菜照，好 ，OK， 这个是臀部的背面，但是臀部应该目前看不太出来，因为背面有这一块，算是这个算是什么？我不想说是裆部，裆部感觉不漂亮，它应该算是什么？披巾之类的吗？好披巾，感觉比较有气质。好，这个嘎基迪亚高跟鞋的背面给大家看一下齁。好，那我们这块漂亮的披巾，我们拆下来之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齁。好大一件胖子。嘿，对，好大一件胖子。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把那个披巾拿掉之后。把披巾拿掉之后呢，这样子，好，一样是有暗纹的裤管。好，我们这个大腿的部分也是非常中华风的纹路，然后还配上了这个嘎基迪亚的纹路，致敬嘎基迪亚。
然后这个是臀部的部分，然后差不多是这样，然后把我的那个双马尾拿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双马尾拿掉也是很可爱。好，然后这是神官帽的比较背面的一些细节，这样子。好，总之猪猪要的猪脚变成了小樱花，然后嘎吱底下变成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纹路，猪脚变成了小樱花，然后我的香菜也放在了我们的神官帽上面做一个致敬啦。对，裤子超小，我觉得这个裤子等同于胖次。我里面的胖次到底要穿的多少钱？我哪一天要 cosplay 我自己，我的胖次要去哪里找 ？Oh my god！ 我哪一天要 cosplay 我自己，然后还一度找不到胖次，这样就尴尬了，不是吗？干脆不要穿。你们知道在 cos 这种东西，里面的胖次还被看到，干脆不要穿胖次，你们知道吗？好，总之呢，会不会有这个机会我不知道啦。对，会不会有这个机会我先不知道啦哈。总之那个，谢谢大家，我像肚子好饿。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个3D 那时候还没压扁之前，那就不穿。我不会放弃我的胖次的，不可以说不穿就不穿，不可以。cos 3.0 比较好吗？好， 3.0 就是有没有胖次都没关系啊，不是啦。好了，我给你们看一下，这里也非常非常感谢闪月工作室，非常专业，帮猪猪把我理想中的 3D 形象做出来了吼。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当初闪月那边在跟我们就是算是确认一下我们各部位的时候啊，这样猪猪好可爱哦，这是 3D 猪超可爱的。这个因为胸前太过丰伟，所以我稍微有帮他们画一下说，那个可以帮我压下去吗？这个 75C 我还是比较希望童叟无欺啦，这样。而且我真的觉得闪月帮我们把很多细节跟那个神官帽真的做的超级漂亮，好漂亮。你看，就是有压过了，我想说大概是压这样子，然后侧面给你们看一下，侧面的部分。对 3.0 我穿上台很害羞，怎么了吗？怎么了？不能害羞一下吗？他哇，好，侧面的部分，我觉得我侧面有压过嘞，我觉得我侧面压过了，但是怎么还是这么丰伟？等一下，我觉得我侧面有压过了，怎么还是这么丰伟？是我记得我压的还蛮下面的吼。我记一下，是不是丁爷？我觉得我 75C 就应该是童叟无欺的呈现在 3D 上面，但是我的 75C 不晓得为什么我这个对非常的更加的童叟无欺了，非常的更加的童叟无欺。大肆一看证据，等一下，我记得我把它压的还蛮下去的呢。我记得我把它压的还蛮下去的，对，还是说我画的不够下面吗？但是我总觉得再画下去就会变成 V 了啊，所以我记得红线的标线就比较像是 75C 啊，对，还是说我对于那个罩杯的概念已经不是世人所想象的概念了，有和谐一点点啊。好，总之。有压过了，但是可能闪月爸爸那边觉得说，好，要压这个吗？好，我帮你压。然后压下去之后，不晓得为什么还是很雄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朱迪卡动起来的样子。这个也谢谢YHL 老师跟我们的两位老师帮我们做一个算是 3D 画的一个。宣传影片真是非常非常的下趴吼！我怎么觉得动起来很像又恢复我压缩之前的大小了？
猪脚囤足机调味，我怎么觉得我动起来又回到我压缩之前的大小了？奇怪嘞！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是什么蒙蔽了我的双眼吗？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是什么蒙蔽了我的双眼呢？怎么觉得3D 化之后，好像又变回了压缩之前的大小了？动起来，感觉真的又是更加的童叟无欺了。对，我果真童叟无欺，75C。但是我很感谢闪月工作室，真的把猪猪的3D 画做得好漂亮，好漂亮，完全是猪猪要的东西。而且不管是那个双马尾的甩动，还是就是整体动起来神官帽的一些物理，好漂亮，好漂亮哦！这个就是猪猪要的3D 画的一个形象，完全就是迎合了，就是可能很帅气的一个动服吗？对，因为我觉得裙子就是真的是在跳舞的时候真的是就压给麻烦，所以我们裙子可以保留，但是又可以拆开，好棒哦！比对一下现在的 VP， 好像又没有差很多吗？所以75C 童叟无欺嘛，对不对？我就说75C 童叟无欺啊，对不对？肚子好饿。我75C 童叟无欺，就不晓得为什么变得这么大，就很大，对。但是搞不好那个真的是75C 的一个 size， 只是动起来莫名其妙变得有点大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吧。谢谢伏羲米亚老师，谢谢。我先把我们的那个伴奏的部分再把它开出来。然后我问你们哦，目前我们今天的配信呢，有听到一些杂质的音吗？就是一些杂音啊，或者是我的底噪之类的吗？再麻烦大家帮我注意一下因为就是我们录音的时候，草草也是努力的在帮我，就是可能调一些调音的细节。对，因为我们录音要把那个可能工作的一些什么设备的一些模式切成录音的一个状况，但是要切回来不晓得会不会有些东西被动到，但是应该是不会啦。对，像目前应该不管是 BGM 配乐啊，或者是我的声音，应该都还好，对不对？嘿，有嘟，对啊。至于那首歌是不是嘟，你们可以猜看看比对一下现在的是不是？这动画什么时候结束吗？那个就是故意啊，让你们无限循环、无限洗脑的这样子。也谢谢伏羲米亚老师，感谢你们都有参与猪猪这次的募资专案，我们已经成功突破100人了。等一下，那我把这个文字再改一下好了。顺利突破100人。赞哦！挖贝丢币，募资顺利突破100人募资。挖贝丢币专案好，挖贝丢币专案顺利突破100人募资，耶！但是我把这个字挪过来一点，因为怕说大家 QR code 扫不到。好。好的 ，Hiko 桑伊拉塞，没有杂音，
就有双眼被蒙蔽了吗？是的，我也被蒙蔽了。自从那个我们3D 的这个宣传图出来，就觉得好帅、好美、好漂亮。但是那一瞬间不晓得我的双眼被了什么东西蒙蔽了，它好晃、好大。我说的是神官帽，很大又很晃，好吗？开到最大声才听到杂音吗？好，谢谢他吧，谢谢他吧，那这样就好了，这样就没问题了。对，也感谢草草的调音，最近真的是辛苦草草跟两贝老师了。我们最近的录音只能说非常的干，对，但是都很顺利，干到一个不行，对，但是就是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制作这次的专辑，不管是可能学者那边，不管是我的台语老师吴仙跟尹春娜总裁，对，努力的就是把持住学者希望就是台语歌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原则下，但是也尽可能的就是要迎合所谓台语流行乐的这个初衷，所以两边就是努力在拉扯到一个平衡，对，所以两边都很专业的在制作我们这次的专辑，对，但是两边其实都有坚持的东西。这个猪猪可能就要当个和事佬，猪猪跟两贝老师的工作就是和事佬哦。这个好，我大概知道，我们再沟通一下，对，就两边和事佬。我这边要沟通的就是学者。就吴兴跟尹春娜总裁那边的状况，因为我可能要跟他们请教一些台语发音，跟可能我们要论的一些歌词的一些细节要怎么论比较好，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坚持，在音乐性上面可能有一些无法相融的东西，可能要做一个润滑剂，帮两边做一个桥梁沟通。然后大宝老师这边要沟通的就是音乐系那边的老师，各个老师可能会对于说啊，这个学者坚持的东西这个会不好听啊，什么之类的，超刺激，你们知道吗？对，所以我们这次专辑真的也是好，攻个吹个转坡，好，我们两边努力到吹个转坡，好，努力的燃烧我们的肝，努力燃烧我们的脑细胞，这样子。今天背景没杂音，让我听得到那么环境音，但还好嘛。谢谢 Hiko 桑，感谢你们帮猪猪帮听，录完全用数学计算，平面图、上图跟下图是我真的。为什么是4.75？等一下，为什么你们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三哥，等一下，为什么？等一下，丁爷，你们怎么计算出来的？modemo， 伊拉塞，数学已经被猪猪。等一下，你们不能选择性粉，谁推三哥？等一下，对，反正就是两边在拉扯到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中间值，超有趣的。但是我觉得，我希望透过这张专辑。就是我可以学习到更多，就是说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现在也是努力在学习中嘛，就是在学习说可能台湾学者他们那边在看待流行乐的这个角度什么样会加分，或者是什么样他们听的会比较舒服比较开心啦，对，但是我们音乐老师那边重视的是一个可能唱歌的情绪氛围跟押韵的状况，对，所以两边可能就会开始就是有一些要拉扯的状况下，那我这边能够学的就是尽可能把可能我们台湾老师希望保留的东西保留下来，但是在歌曲上面未来也可以让那个作词作曲编曲老师，就是我唱出来的东西他们也可以觉得舒服，然后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是台语让他们觉得怪怪的。对，所以这张专辑真可以学到很多事情耶，但是每天在爆肝，就是每天在爆肝，对，这个就是专业，两边专业在拉扯。但是如果今天如果猪猪在台语的专业领域可以再更加的专业的话，可能也是可以有更加的有效率的把这些的词或者是这些念法更快的顺过去，然后所以我才会佩服说就是台语的一些创作者，他们有办法自己去作曲编曲的状况下，他因为也熟知台语的一些规则。对，那他们就可能就是比较可以避开一些就是说两边拉扯的状况，因为毕竟他已经自己创作、自己作曲、作词，自己就是制作人状况，好全能哦！突然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突然觉得朱迪卡你好弱，然后台语还讲不好。不过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要把它拼过去，因为这个就是成长的过程。这张专辑过去之后，当然不晓得有没有下张啦，但是我希望。不管这张成绩怎么样，总觉得希望可以一直突破今年的自己。对，像我去年就觉得我自己做了很多了，我还有什么可以做？
但没想到今年又炸出了一堆东西可以做。对，所以我一直都是站在一个我今年有没有超越去年的朱迪卡的角度，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所谓就是在这个 B 圈有没有什么想要突破的一些目标？我觉得我最想突破的对手就是我自己，我要超越去年的我自己。我不晓得我超越了没？我超越了吗？亲爱的各位面线们，我不知道我超越了没耶。我现在想了一下，妈呀，又到了一个年度了，我又要细数我今年度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为什么？对，因为我们那个金币奖又那个要截止了，要死线了。对，我又在思考说，我这一年来超越了我去年的自己了吗？你们觉得有吗？有吗？这只猪又超越了吗？我不知道。对，但是在计划书上面一定也是把这个当做目标。如果我觉得我超越了我自己的话，我就是我自己心目中的年度最佳 B 了。对，所以今年整整又忙了一年，每次到大概8月底就会做一个结算，我觉得也是托金币奖的福啦。对，然后现在真的也是冲到了最后啊，也算是可以给自己交出一个还不错的成绩单了吧？刚好我们的募资专案就真的在8月底结束，真的是这3个月真的是冲刺啊，然后努力的思考要怎么去推这些东西之外，然后当然也会担心大家的荷包还 hold 得住吗？大家的生活有 OK 吗？会不会就是可能就是换电脑，或者是那只鬼才用那什么悠悠卡睡公园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考虑进去的，因为主播跟观众真的就是相辅相成。对，就是很多东西必须要一起成长，不然不好玩了。只有我一个人，我在这边干嘛？你们又不在，一点都不踏实。对，但是你们很爱欺负我，好奇怪哦！你们走开。75直接下我75公分，75公分那么三哥，你是阅女无数吗？三哥，你可以这样精密的计算出来，我这怀疑你阅胸无数三哥。现在数学部分，对，我超专业的，谢谢 Hiko 桑。毕竟我们的卡丘营销早有过来，他还邀请我成为我们的婉婉太太，当时园游会活动的总务股长。我相信我的数学绝对是可以胜任总务股长的。我们这次在那个班级的这个班费的部分，好，1块钱都没有少，我们只有少1000块而已。就说我非常的优秀吗？在数学方面，对不对？本水准也是专业级，现在网络上有公式可以计算。哈，居然有这种东西，有这种东西是吗？丁爷，今年迈向3冠王，不是我所谓的超越，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讲，要双冠王都已经那么难当了，你要当什么3冠王？没有这种东西，好吗？木之的直轨正好是可以放进 GV， 是对。刚好就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巧合。对，我们当初在设这个募资的时候，其实我只是挑个我生日前后的良辰吉时，因为刚好很像我记得530很像刚好是假日，我就没有办法开台，所以我就在翻那个农民历，我又非常迷信的去翻农民历，想说到底28号募还是29号募会比较理想，然后看了一下，很像那个28号很像是万事都很吉利啊，什么之类的，什么适合开市啊，什么适合什么安床啊，我也不知道。想这个应该是好日子吧？好，那就是那个5月28号了哈，谢谢大宝老师，就跟他讲一下。然后因为我们的台湾文化要推广的这个部分，我们也知道急不得，我们就想说3个月差不多吧，我们甚至很夸张想说是不是要募个半年，因为觉得这个东西就大家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就是说一下子有很大的流量，这个我们也有算进去。我们甚至想说是不是要募到4个月或者是半年之类的，但是讨论下来就觉得不行，这个热度3个月就够了，不然再下去大家应该也觉得放在那边也生蚂蚁或者是养蚊子之类的这个专案，所以想说好最多就3个月嘛。那5月底开始，3个月之后刚好就是现在8月底。哦吼，
中间还经历了就是不晓得我们那个补助过不过得了，哇靠，那个真的心脏要很大颗好险好险，一切都非常的顺顺利利，朱儿子いらっしゃい，我们恭迎朱儿子。三宫的话，等一下看一下那个投哪些项目嘛。那个水灵宝贝，我今年那个设定大概有七个奖项可以踹啦，水灵宝贝，宝贝你 hold 得住吗？我先说，我的企划书可能要到28号才会开始写。我们的精华如果真的有7部要上，宝贝你 hold 得住吗？宝贝。那个理想的话，我们7个全部玩一下啦，反正不用钱嘛，参加一下，对，跟大家就是热闹一下。对，我只担心我的肝没了，我更担心水灵宝贝的肝也没了。肯定有了吧？这个状态超级主题卡，谢谢啦，马克先生。我一直在思考说，如果我有超越去年的我自己的话，这样就够了。对啊，至于可能就这个奖项，我们就是有我们就参加，我们就跟大家热闹一下，好，我们就共襄盛举一下，真的是且投且珍惜。对，搞不好一投就是利啊，对不对？放我一个人生活，大安森林公园来烤肉啊！我们倪总要约大家今年中秋节在大安森林公园一起烤肉哦。谢谢倪总，希望我有机会共襄盛举。但是我要过去的那一瞬间，请帮我把冰淇淋烧好发给与会的各位观众以及贵宾们，好不好？看了一眼，他们就必须失去他们的双眼。谢谢倪总，谢谢。要到现在哪些直播？好啦，水灵宝贝。都是给哪些直播要投的？好，没事，宝贝。对不起，我觉得我真的该整理给你了，但是我现在身上真的太多东西要忙了。好，宝贝，我们 hold 住最后一个礼拜，好不好？不可能7冠啦，7冠太夸张了，不可能。难怪一开始我就那么准备神经画地。好，宝贝，我在这个6日。好，这个6日我可能就是努力的在电脑前握课了。好啦，真的该好好准备了。对，什么七龙？马赛克先生，您那个七龙珠真是好梗。然后七龙珠，你们这么喜欢七龙珠的梗是不是？放我一个人生活在森林，一起来看喽，一起母子揪什么哦？小天，你想被揍是不是？小天，你最好那个10月18号出现，让我被揍，知道没有？现在还在挑啊！水灵宝贝，讲白了就是我还没有时间挑，超忙的，因为前2天在忙专辑跟我们的原创曲。你们有发现我们的原创曲还没上传吗？你们没有发现我们的原创曲的这个奖项，如果我要参加的话，它在哪里？对不对？也是有机会的话，一定也是在下个礼拜吹 Loki， 知道没有？超可怕！好了，宝贝，我该整理给你了。好，姐姐该整理给你了，好不好？好可怕哦！可是没先整理计划书，也没办法知道去爬网，没有错，这个就是我纠结的地方。我的计划书。好，大概我们这一年度的创意料理一定也是会想要投那个什么。好，宝贝，我现在先跟你讲几个，你可以先准备。我们的原创料理基本上就是要上了，又要上那个什么行销的部分。然后这一次为什么多了第7个奖项，是因为我想要把我们的第4台的点歌的这个企划独立出来投企划奖，这次的企划奖。对，所以这次的企划奖的精华，我是希望可以 focus 在我直接交代水灵，直接现场交代，但没关系，水灵如果要去忙的话没关系，我会在私讯跟你讲。focus 在很重要的那个 call in 的状况，虽然说我是 call out 出去，但是我想要效仿第4台的那个节目，就是大家用台语交谈的那个氛围，真的很好笑。对，感谢3哥、小天还有雅晨跟我辣台语，那个节目效果真的很好。对，超级感谢。然后
还有我想想，我们的那个call in的对话很多都可以是精华，很好笑。然后还有我前面就是我企划一开始的前言，为什么我要开这个企划，也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剪进去。对，为什么我开这个企划？对，就对于可能壮世代的关怀，以及就是可能对于这个节目陪伴的重要性。对于壮世代陪伴的重要性，还有重点就是说，这个节目其实跟 VTuber 根本就是雷同的东西，但是在我们上一代，他们就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了，只是我们这一辈用 VTuber 或其他的一个演绎，一个算是虚拟形象来陪伴大家。哎，我讲的好多，大概是这样。然后最后这个企划要剪辑的，就还有那个点歌的部分嘛，点歌的部分就可以切过去，我在唱歌的当下的那个老旧电视机，大概是这样。哎，我线上交代工作，哎，敬爱的水灵，没关系，大概是企划的奖项，我是想这样子剪辑，对。然后至于杂谈的部分，水灵宝贝，你等我一下，我要筛选一下去年到今年6月底以前的那些片段，到底哪里适合。因为我真的太话痨了，我真的一讲就讲3小时以上的东西，天哪，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筛选。但我想一下，北斗七星珠是吗？不之前的节目企划，对，形象的料理，料理专注于水饺跟花生糖吗？哦，料理的部分呢，可能好有一些重点要带到那个。目前今年度流量最好的是那个芋头饼，还有我觉得可以最有噱头的其实是那个以式金夏年糖蛋糕，这个是最有噱头的。然后还有阿崔的那个香菜蛋糕，哎，我到底做了几颗蛋糕啊？我到底做了几颗蛋糕了？总之，行销的部分最有噱头的其实是以式金夏年糖蛋糕，这个超级有噱头。然后流量最好的是那个芋头饼的部分。然后接下来那个玫瑰花饺也要，没错。还有阿印师的很硬的花生糖蛋糕。好，我线上交代工作，等我一下，我现在就去看一下。对，现在我们现场线上交代工作，等我一下，因为我今年度真有搞了太多文化推广的东西。哦，对，香菜压花艺术蛋糕也是流量还不错。然后我觉得芋头巧克力球浓情蜜意这个也可以。然后还有他哇那个时候指定的这个东坡肉很漂亮，也可以。所以大部分其实就是短短的就好了，短短的。然后麻婆豆腐芋头其实蛮惊悚的，麻婆豆腐芋头其实还蛮惊悚的，对。然后还有最后这些东西其实就是都一点点，就是分批进去，然后最后就是彩的那个什么，中原普渡的蛋糕之外。中原普渡蛋糕之前的那个中原普渡的鸭馍也可以放进去，鸭馍饼干的部分，因为毕竟这个也是关系到我们中原普渡可能那个节庆的东西，这个其实也是会加分，对，只记得3月就至于3月的那个9颗蛋糕，看说水灵宝贝要不要斟酌放进去，毕竟只有5分钟啊。如果放不进去也没关系，我会在企划书贴上去。因为去年我们那个企划书满到那个超载，也是在于我们的那个行销企划书，因为全部都是我们原创料理，全部对。1年过去了，这个朱蒂卡果然在科技跟狠活上面也就只会狠活啦，能够超越的就只有狠活的部分啦。只知道对，所以好，这个是行销的部分。哇靠！我线上交代工作好，水灵宝贝塞一下，谢谢你。然后原创曲就是我们原创曲的部分，这个没关系，水灵宝贝原创曲这个应该是我们自己来然后企划刚刚也交代下去了，然后比较重要的这个年度 V 的部分。水灵宝贝，朱蒂卡今年度也是搞了很多台湾文创推广，很多东西可以剪的，宝贝。这个部分呢，这个我可能要再一一的用秒数筛选给你。对，好，所以原创不是原创，对不起，那个什么年度 V 的部分，我可能会再指点那个片段跟秒数，这样比较明确。对，因为毕竟我们
一起用茄纸袋刷柜，我们的罐头塔超级加分。除此之外，我们还搞了很多奇奇怪怪，例如我们的联名外套，我们的75C， 我们的摆摊，奉上的明星花露水，我们到底在干嘛？这些东西其实在频道都是非常有指标，不是指标性啊，就是说很迎合我们频道在推广的东西，很疯，然后又很好笑。还有你各位那个520啊，那等港比低的那个台语语音包给我完成的金汉堂万年软膏，这个我决定我绝对放进去。到底是怎么玩的？就连520也可以玩的这么本土，真的都是我的骄傲。真正都是我的骄傲啦。刷得来，咱土味情话大赛，我们配合土味面膜的这个也是非常好笑，对，这个也是必须要剪进去的哦。来，刷得来。虽然说第4台点歌我会独立出来变成那个企划奖的一个部分，但是第4台点歌也会非常加分，也这个我会放进去。以及我们壮世代关怀杂谈提到的这个富田姐妹，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我们在关怀壮世代的同时，我们关怀了我们全世界国际级的壮世代，我们就连富田姐妹也非常的关心，非常的关怀。对，以及猪猪到了迪士尼，我依旧秉持着推广本土文化的概念，我们在迪士尼直接把嘎基德亚做了一个本土文化推广的形式，还被迪士尼海洋的工作人员认出来，你是台湾人对吧？爽，对，这些东西都可以很加分吧，我在想。而且我带着嘎叽猪啊，然后的那个 shorts， 我觉得我也会想放进去。对，其实水灵宝贝今年度剪了很多 shorts 都可以直接放进去的，都是可以直接放进去。所以好，水灵宝贝，等我一下。好可怕哦，好多事情要忙哦。还有那个什么星星名体歌会也莫名其妙的，就是对刚观看次数也不错呢，真的是很莫名其妙，对，不知道怎么了，你知道吗？很多东西啊，还有什么？我想一下，还有我们那个株式会社年度尾牙也真是超爆干好笑的哦，就其实要写的东西、规划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然后接下来，好，我们今年度的大企划，我们的第2笔专案也受到了就是文化部的支持。我们专辑一下就被解锁之外，我们的3D showcase 也叭的在不知道倒数几天的时候，靠着大家的力量，我们真的 3D showcase 也做了一个解锁了。然后谢谢，没声音的募资，谢谢这位杨先生，感谢杨先生带来了没声音的募资。请问没声音的募资是什么东西呢？这位敬爱的杨先生，谢谢您这位敬爱的杨先生的这位没声音的募资，我们的募资专案来到了793162，咱的募款来到着793162块咯，哇，谢谢，我们又刷上去了，希望有机会可以看到80万这个数字了，好不好？富田姐妹要剪进去吗？其实没有不行的，对，其实没有不行，因为那个就是基本上也是迎合壮世代关怀的这个杂谈跟主题。为什么？富田他们也来到了壮世代的这个年龄了。那个壮世代的这个词是怎么来的？这个壮世代就是希望说他们是强壮的世代，虽然说他们的身体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体力，还有一些身体机能已经走下坡了，渐渐在退化，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很强壮的去实现他们想要的梦想的，去过他们想要过的生活。对，他们还是很强壮的，他们在心灵方面是很壮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壮世代这个词会出现，这个是希望说是可以大家正向的去看待55岁以上的长者们，他们还是有他们的价值，不要因为他们老了然后就觉得他们什么都不会这样子。于是呢，我觉得 OK， 您各位尊爵不凡的面生们，把我引导到富田姐妹，也非常迎合壮世代，因为壮世代这个词也是非常支持我们壮世代的姐妹们兄弟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的富田姐妹成功了，他们在壮世代的这个年龄引领潮流，实现了他们的梦想，非常迎合本频道关怀壮世代的主题。
体啊。讲到海洋公园，想什么啊？台湾，对了，我还买错。你们觉得朱迪卡明年还有机会再飞一次吗？这个工作排成满成这样子，试问这只猪还有机会再飞一次吗？好震惊哈！亲爱的水灵宝贝，猪猪姐姐也好怕哦，猪猪姐姐怕到不行的。好，水灵宝贝啊，没关系，水灵宝贝，您先安排，就是之前在稍早跟您就是指定的一些，例如说我们企划奖专攻于哪一个企划，就第4台。好，然后我们的行销就是专攻于我们今年度各式各样的料理，这样子，这是很正向，对，因为很正向在讨论，太正向了，如此正向，好，正向到没想到就是啊，这个也非常的迎合壮士带关怀的这个杂谈，对，你们真的非常优秀，好不好？好，的确粉随推，但是我发现你们懂的东西真的比我太多了，你们懂的东西好可怕。好奇害死猫好奇心也是会害死一只猪，你们知道吗？这不是我们的烧鸭 S 吗？你才阿姨，你全家都阿姨，烧鸭 S， 你10月18号要不要过来被揍一拳？烧鸭 S， 我目前募资专案目前现正募资中，已经是最后一里路了。我们的募资人数来到几个人？我看一下。那么目前那个募资人数来到了104人的参与啦。那目前那个募资金额来到了793162块。您要花上您少少的港币支持本频道专案吗？敬爱的骚鸭 S， 还是说您觉得您10月18号可以来台湾一趟被我揍一拳的话，恳请支持7500块以上专案，谢谢大家。高温刚下，加多的好。开工15线上也剪过去，那个也可以，对，水灵宝贝那个也可以，没有错，那个很加分，那个也可以，那个也超本土的。谢谢水灵宝贝，你知道猪猪姐姐要推的东西是什么嘞？你好赞哦，爱你。黑夜已拉塞，对5000老师，感谢我们5000老师，最近也是干爆到一个不行的5000老师，5000老师。我们的专案真的是最后一里路了，朱迪卡的肝没了，我的时间没了，肝也没了，我现在就只求我不要感冒。对，老娘现在就只求不要感冒，知道吗？我现在就只希望自己不要感冒，对，体力还 hold 得住，时间没有了，但是努力挤出来。对，谢谢你们。你10月应该来不了吗？没有关系，烧鸭 S OK 啦，毕竟在香港，没有烧也没有烧，没有鸭，好吃啊！我现在肚子超饿的对，谢谢与会的各位。如果您今天只是走过路过，请不要错过本频道这个募资专案。目前虽然说已经顺利的结束了第二阶段了吧？对，3D Showcase。但是呢，少少的250块，您就可以参与本频道的募资专案。目前我们募资专案突破了100人，非常非常的可喜可贺。めでたし、喜び。但是如果你想成为本频道105人，也是非常乐意的哦。非常对，我们250块就可以成为本频道募资专案的推手之一，谢谢大家。那肯定对，鸭老的老就是那个老，没错，好不好？谢谢大家。我今仔日讲到嘴角转破啊，我今仔日真的巴肚就枵突破100个人之后，肚子突然变得好饿哦，这个是正常的吗？饿的话是，我没有吃肚肚，不要看我，然后肚子好饿哦 ，My God， 肚子饿到一个不行我问你们哦，我最近常看到一个名称是什么 ？Oh my God， 是什么意思啊？请问一下 ，Oh my God 是啥意思嘞？Oh my God。Oh my God 是什么？我怎么一下听不懂？猪猪来香港吗？我没有来香港啊！我说，毕竟我们鸭 S 在香港，毕竟我们鸭 S 在香港，不是我要去香港，可是有机会也想去香港玩呢。我想去香港吃那个正统的港式饮茶，因为我超爱吃港式饮茶。对，然后也知道说香港的人其实步调就比较急促，然后也想去感受一下那个被服务员那个无视，或者是被服务员就是那个不悦对待的感觉。不是，我不是抖但是我
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民族性，那个没有对错。台语登纲米滴的事情包可以解吗？可以，没有问题。我会再跟那个兜圈平台好稍微做一个知会，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该吃饭了吗？肚子好饿哦。啊 ，Oh my God！ 那为什么会变成 Oh my God？ 到底有什么梗在那边吗 ？Oh my God！ 那好 ，Oh my God！ 为什么会变成 Oh my God？ 猪猪刚刚听到什么碰趴的这个语音包？哦，有的，可能水灵宝贝只是问我说是不是可以授权剪进去，因为毕竟是兜圈那边平台的东西。肯定在做记录的时候漏了吗？没关系，都可以反复确认的。对，因为太多东西了，多到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肝还在不在。水灵宝贝，我的肝可能不在了，我的肝可能已经早就不在了。我在想，故意说的上日文吗？なるほど，原来是这个意思，原来是这样子。如果猪猪来香港记得找烧鸭 S 吗？真的假的？吃烤乳猪？可是烧鸭 S 我过去找你，吃完烤乳猪你的眼睛就会被挖出来。是说我还可以看到鸭嫂啦，鸭嫂好漂亮哦，鸭嫂超下趴的，美女美人。剪白色要剪，那个要剪，那个一定要剪，那个要看我崩溃。然后就是登纲米蒂，就是对，要看我崩溃。然后大家把那个520就是完成了一个卖腰台的样子。对。Oh my God！ 谢谢妮妮总裁，谢谢小妮妮。日式发音的关系吗？好，原来是这样。我想说，到底为什么有时候会看到 Oh my God？ それはなんでしょう？意味わからない。いや、さっぱりわからない。好，谢谢大家，好开心可以跟你们一起冲上我们100个人的这个募资。走过路过的，这次猪现在肚子超饿，我觉得我可以去拿一些东西吃。那不想吃的话，你们可以在这个最后这个专案的倒数的最后1里路，选择我们最便宜的方案，赞助猪猪。我们最后1里路丢逼，真的很开心，很顺利的走到最后的阶段了。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您家的钱太多，也是可以赞助我们最贵的方案12万啦齁。总之250到12万中间也有很多的方案供您选择，好不好？金汉岛没有赞助播出，没有错。想吃烤乳猪吗？有想吃烤鸭？那个烧鸭 S 那个，对我们不对啊，三哥，你那边不是很多卤味可以吃吗？可能很有趣就流行了吗？那请问一下，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啊？这个 Oh my God， 拿点东西吗？好，我要去拿点东西垫胃，然后在那之前我要把一个东西蒙蔽一下你们的双眼，对，就是这个，蒙蔽双眼吧，各位，等我回来，我马上回来。
朱迪卡，你不要再跳了，地震了，不要再跳了，太晃了，太大了，My God！老师，我要去觅食。对，太大太晃了，朱迪卡，你不要再跳了，太晃了，晃了。高雄超有感哎，My God！救命！好，大家都要一路平安。对，我们大宝师最近跟我们早八没有错，大家都要身体健康的拼过这一次专案。老师，我们的专案已经突破100人赞助了，恭喜恭喜！好，你们等我一下，朱迪卡继续晃，很大的继续晃。我说的是神官帽。
我回来了。对不起，吃太饱，打嗝一下。还好我今天没有要唱歌，我今天应该没有要唱歌吧？应该啦 ，maybe 。我回来了，肚子还是好饿。这怎么吃都吃不饱的体质，真的是很麻烦呢。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国家级警报关掉一下。国家级警报可以不要那个吗？好，你们有被国家级警报吓到吗？多巴加伊拉夏，そして安迪先生刚刚好像有来，对不对？是先生吗？89等了。你关心一下家里的长辈吗？是的，是的，打通电话也好。刚刚我妈妈也跑出来，地震欸，没事吧？我说没事，我在煎蛋。煎蛋当下怎么突然震了一下？说一定是这个前面这个太晃了。对，这前面那个，对我说神官帽很晃，对，那个物理治好的是笑着煎蛋吗？煎蛋哦。我煎蛋不见得会笑因为我希望把它煎好，希望煎好的状况下，不自觉就会皱眉头。3D 建模师跟老师帮忙做一罐白色金汉堂万灵暖膏，没有赞助播出。那请问一下，我们这个白色药膏做出来那个3D 的这个素材，别腿来冲虾毁？你们讲是希望我把它打开，然后抹在我身上，是这样吗？你们这么希望我碰趴是这样子吗？我回来了。老师你假爸呗，前两天我们录音啊，还有一些布拉布拉，整个就是早八起床，然后9点准时集合。但我通常比较早啦，我通常都早上6、7点就起床了，对，所以早上反而是我精神最好的时候。国家边缘人，等一下，国家边缘人也是得要关心一下长辈啊，是不是？金蒙堂和灵卵膏有啊，之前有跟大家讨论过啊，讨论过说，猪猪万一哪一天真的想要玩那个，就是出个回馈，然后是那种金汉堂类似那种东西啦，可能可以变成金蒙堂，对啊，但是因为有一些药事法的状况，我们可以规避掉，就上面不能写疗效，其实应该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如果我真的去做精油膏，因为我是真的有去做过精油膏，然后大概也知道怎么去做。然后当时其实也是有把一些一小罐的那个精油膏做出来。我有在思考说是不是要抽奖还干嘛，可是又想了一下那个药事法的状况，我就觉得好，我们就保守一点，不要玩这种东西。但之后好像跟大家讨论了一下说，很像那个疗效部分不要特别去强调的话，就说这个就是香香的，然后蓬蓬的。这个应该就不是疗效了吧？就是这个香香的，这个蓬蓬的，对，好，这个就是大家抹了会想到猪猪，记得订阅猪猪，好像应该就不会有药事法的问题了。对，金蒙堂登冈米滴，不菜包能，恭喜菜包能，不要这样，菜包能这么好吃的东西又被你们完成了一个碰趴，你们这样对得起金汉堂？不用对得起他，因为他没有赞助。就很好笑啊！就回想，其实一整年我们可以剪的精华，其实真的也是很多啦，所以要浓缩成那个5分钟那个不是那么容易那个5分钟，对，这个好，水灵宝贝，这个有劳了，担待一下，对，我们一起爆肝爆到9月2号，好不好？因为我必定今年就是那个死线中的死线，对。真的应该是9月2号的晚上有机会，就是爆肝到最后一秒。我在想，但尽可能希望不要啦。但是眼看只剩下最后2个礼拜，还是1个礼拜，天哪！只剩最后1个礼拜、2个礼拜，好可怕实在是真的是太忙了。
最后一个礼拜啦，连2个礼拜都没有我靠，只剩最后一个礼拜好可怕哦！真的呀，我天哪！9月2号礼拜二，太棒了，与会的贵宾们。对，那时候对他吧，那时候还在考虑是不是要回馈大家手工皂部分，因为担心可能大家如果猪猪的回馈吃腻了的话，我们是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实用的选项。对，但是事实可证明，对你们根本吃不腻，还完成了一个就是欲罢不能的形状。对，欲罢不能，哪一个欲你们自己去决定，哪一个欲，对，那个欲，嘿，那个我最喜欢的那个欲啊，是不是？我可以的吗？谢谢宝贝。对，极限压缩，你们对得起金蒙堂就好吗？你们对得起金蒙堂吗？你们自己说。我觉得应该算是对得起啦，我觉得应该 maybe 算对得起啦，毕竟今年大家一起玩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活动啊。好，我们暂且算是对得起。然后我们现在募资的这个专案的数字来到了793120块47，没有4，为什么哪里有4？没有4，793162，我来改一下哦，793162。793162，好，来到了793162这个数字，79万，好，不知道我们有不知道我们这个机会影响80万，8888888888，888888， OK， 收到，老板，收到，没事，我在回复大宝老师讯息。我在回复大宝老师讯息 ，OK。等一下有一个东西想要放给大家，对，我先把它下载下来哈。好，然后我们数字稍微把它弄回来，7923162，好，来，等我一下。7923162，好的，所以才先给了翻车。对哦，宝贝，我们还有翻车奖哦。宝贝，我们还有翻车奖哦，好好玩，好多都可以玩，你知道吗？就怕没时间参加。宝贝，翻车奖的部分我会再补一些东西，麻烦你再加进去。对，因为有些东西可能加进去，评审会知道比较有那个起承转合啦，他们也就是可能会觉得比较好笑。哦，好。对，欲罢不能就是那个欲，没错。我们现在不是时间，数字来到了7923162，是，等一下，10百千万，等一下，怎么会变成700万？等一下，这个数字不对啊！等一下怎么变成700万？等一下哪里错了？7933162 ，Oh my god， 这个数字太可怕了！怎么变700万？7933162啦！等一下呢，这个数字不对。怎么多了一个2 ？My God！ 如果可以多一个2多好，对不对？哇靠，700万！天哪！7933162 ，OK。好。好，7933162。79万，对，790万，没有啦，那790万还得了吗？790万不只可以做这些东西了，板德也板给你们了，然后板德之外还可以加一些滴扣扣的微博，对不对？对，他妈真的790万，我们不止板德，我们还可以那个北中南各办一次吧？我在想，对啊。直接灌爆哈，直接灌爆，理想中的理想，对不对？北中南各办一场这样子哈，对，梦里什么都有，对。
好啦，走过路过，谢谢你们。相逢自是有缘，你要花上你的250块赞助本频道的话，现在正是时候哦，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募资倒数最后5天的时间啦。可能要找黄爸爸吗？黄爸爸是谁呢？黄爸爸，哪一位黄爸爸呢？好的，好 ，OK。好了，数字应该也没错啦，79316。而且我刚刚讲什么？哦，对，精华的部分嘛。然后杂谈讲的部分，虽然说他不用企划书，但是我其实还真的不晓得要投什么办桌比办演唱会好玩，工地笑。老师这个谐音梗不错，对，这个谐音梗不错。但是真正有790班，我们不止工地秀，我们什么都玩出来了，玩到了一个新高度，有无？黄明勋，呢？企业家，哈？我怎么？黄明勋，水彩展，杂谈比较尴尬，因为他要直播1集，挑5分钟，不能有剪过，也没关系啦。但是我每一集都这么话痨我还真的不晓得要挑哪一集。我每次的配信哪一次不杂谈不话痨的？我哪一次不封面诈欺的？说歌回跟你聊个1个小时，再跟你正式歌回，哪一次不是？哇靠！我要去翻我1整年到底杂谈的是什么东西。而且很好笑的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剪出来的那个杂谈有没有，就刚好就不是杂谈台，但是我就是那天唱歌就是特别想跟你们聊天，然后又不小心聊了1-2个小时，对啊，但是就是明明丢出去的是那个杂谈奖的这个竞赛，对，但是那个影片整段居然是某某歌回，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决定改成1万多，那个也没办法解决状况，没有关系，小红没有关系，钱省起来，再帮我们就是之后的一些什么周边啊，或者有一些活动都可以在一起冲，好不好？谢谢盛红的心意，刚傻刚问，而且盛红1万丢进来，是不是我们就要满80万了？哦耶！如果真的对啊，即使只是1万，你也就是圆了我们80万的这个目标了，好不好？盛红，黄仁勋啦，我想说，我们刚刚是小天是说什么？黄仁勋，大师，对，1.4亿美金身价的那个黄大师，这样算杂谈吗？这个我可能要再问一下。因为我基本上我很少开杂谈台，对不对？我基本上都是歌回，但是歌回一定就是尬那个杂谈1个小时起跳，对，那这个状况我看一下是不是有符合参赛资格歌回里面剪出来的杂谈奖，我放眼望去，我的配信其实我很少有就是专属杂谈，很少，除非是那个金万堂翰林卵糕的那个莫名其妙被完成了一个对卖药台，我的520就是登纲米对，那个或许也算杂谈啊，对，但是就对被完成了另外一个本土文化的高度你们要给我选择性粉谁推，要在那边什么遗传烹，我不买单，这绝对不是我的锅，这绝对不干我的事。对，不你下班才能去汇款，这时候跑出去不太好。没有关系，我们的募资截止日在8月27号。那当然，盛红想今天晚上帮我们，对不起大哥，刚刚吃太饱，仔仔今天帮我们做个解决。那我们赢上80万也是很感动、很感谢的还是只问问公司那边愿不愿意接受？好，这个部分 OK 的小问题，我会再跟我们他们稍微做一个询问像开杂谈好像有特别的目的，像今天这样也是吗？对啊，因为我觉得杂谈这种东西什么都可以谈，我聊天就唱歌也可以聊天啊。虽然说我每次都那个聊1个小时起跳。所以
我就是很少有那种什么什么某某杂谈台，或者说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可能男女关系，或者我们今天来聊一下什么。哦，有啦，我们有壮世代关怀杂谈啦，有一集是否壮世代，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聊成了富田姐妹的模样。哎，我真的觉得熟男熟女观众很优质哎。嘿，我说的是你们好优质哦。对，你们就是常常封成一个就是我看不懂的形状，但是就他妈我好爱，封成了一个奇奇怪怪的形状这样子。助かる，好啊，好，对，你看你们的助かる也很奇怪，对，大概这种感觉。然后杂谈的话，今天也是难得的杂谈啊，因为我今天原本想说，我想唱歌，是不是可以迎来更多的观众，然后来知道参与我们的这次的募资活动，对。哇！但是我就是连续几天，我实在是其实也是有点忙到，就是我神志不清哎。我今天早上其实原本想说，我可以慢慢的编辑那个封面，然后想一下我可能要唱什么歌，但是我想说不行，我今天早上专注力跟集中力真的是已经涣散到，我还不小心把我的某一个资料夹全部删掉，就花了发。那个是我的下载资料夹，是最近很多的重要文件，我还来不及去整理到各个资料夹里面，就被我误删。但是还好误删，我还有办法从那个什么资源回收桶捡回来。就是我其实还蛮少误删东西的，因为我全部都就集中在下载区。那下载区我有一阵子我都不敢去删它，因为就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集中在下载区，直接找比较快。但今天花了发，我直接就是下载区的东西全部被删掉，太累了。因为我同时间在干嘛？我同时间在制作封面，今天的封面。那我今天的封面就是有一个图层，我想删掉，我就习惯用 Ctrl 加 D 就直接再删掉。对，就花了发，但是我没发现到，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主视窗是下载区的那个资料夹，我就让 Ctrl 加 D 他妈全部删掉。重点我还按全选，你们知道吧？就太习惯的那个快捷键，知道？哎，是月川先生，いらっしゃい，高娃桑いらっしゃい。有一个重要问题想问啾啾吗？请问，请说，这是蛮严重的，你需要休息吗？所以我今天就决定，我就是晃神的跟你们聊天，对，但是又可以聊到一个奇奇怪怪的形状。但是不管我怎么晃神，好，顶多就是不小心把79万编辑成790万啦，哈，这个就是梦想中的梦想啦，哈，这个就是堪比工地秀还要再豪华好几倍的一个演唱会都办给你们哈，对，但梦想中的梦想，对，但至少我很开心，我们今天迎来100个人以上参与我们的专案募资，哦，这个在推广我们本土文化上真的是，今天就刚新就刚想哎，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要在我们8月的尾巴才有办法编辑进去我们的金币奖的企划书里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完全没有头绪。可能也因为完全没有时间给自己去编辑那些东西啦。只要大家跟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一定有放置，100%就是有，好结案就是有。删掉的时候没有按着 Shift 吗？我那是 Shift 的是的，会发生什么代志？永久删除再也回不来了吗？是这样子吗？是我要是 Shift 按着的话，就永久删除了吗？那好的，嘎仔，我上次那个 Ctrl 啊，形成了一个翻车的形状。对，那是我给那里是 Shift 在起的，贵州海料料什么都没了。所以我现在学乖了，我现在把我的面部拿到我的右边。对，我之前很习惯我把我的面部放到左边，但是左边它就离 Ctrl 很近，对不对？对，我现在放到键盘的右边。对，至少键盘的右边就是真的又不小心被那个充电线压到，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啦，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所以我今天很精神涣散，然后今天就是完全就是去吃东西什么的也无所谓，真的超级脱力耶。有，绝对就是有。我们已经讨论过，我好不容易我们的那个神官新造型发布，我们 L 爸爸，我真的好感谢他没有逃跑，对，就是完全用那个绳子就牵着他锁着他不准走。那也谢谢爸爸帮我们坚持下来了，不然他一度真的画的还蛮挫折的，对，他一定觉得女儿3番2次改我的稿，一定是我画的不够好，猪猪。
爸爸没有用，你去找别人好了，好可怜这样。我说没有，是爸爸你画的真的已经很好了，只是因为我们这次因为比较大的企划，然后又关系到就是宫庙的风格，爸爸也说他其实不太擅长，但是他一开始愿意帮我挑战，我就很感谢他了，所以就一直努力的拍他，然后跟他讲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方向，爸爸也在帮我们努力一次好不好？一定可以。好，于是呢，完成了我们这次非常喜欢的神官帽风格，然后不晓得为什么又非常的晃呢？好的，水灵宝贝，现在姐姐来回复您的问题，可以的哦。就是我们在今年度有揭露过的东西，你就尽量放。你自己如果觉得说，这个可能可以加分，你就先放进去，没关系。对啊，就是可能如果水灵宝贝要先帮我剪一个初胚出来 ，OK 的，那我可能看了一下，会再跟你讲说几分几秒我们可以再加什么，或者是我们可以再简单的再可能。有一些什么方向可以再删减之类的啦，吼，谢谢水灵，没有问题。哎呦，哦天哪！而且我觉得本频道就是除了本土文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推广方向之外嘛，我们今年都迎来了那个观众的比例男女各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宣传。所以那个截图我会再丢给宝贝，也就是说我们是老中青三代都有的这个状况下，然后16大师兄，我敬爱的大师兄来啦！我们快点说师兄好，最美大师兄，对啊，最美大师兄来了。对，我们在致敬我们最美大师兄帮猪猪编辑的这 QR code， 最美大师兄你来了，我爱的大师兄。师兄，我觉得真的有机会，我们来圆一下那个《西游记》周边。好闹哦！好啦，不过大家都很忙，我们可以慢慢规划《西游记》周边。我们现在就缺了一个悟净啊，还是说悟净，我们就随便抓一只青蛙过来，把它带上那个什么盘子，假装它就是河童，但其他青蛙的。谢谢大师兄啊，师兄，我们大师兄有参与我们的专案，在那个下方跑马灯，大家应该就会跑到大师兄那一趴了吼。谢谢啦，谢谢。我们这次的这个专案，其实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因为。基本上因为这个专案其实就是算是我觉得啦，我们算是大胆的，就是冲撞了这个 V 圈的体制。怎么说？因为 V 圈体制大部分大家受众还是比较喜欢看日系的东西。那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日系萌妹子，因为我本身也是日文科系出身毕业的，对。但是就是踏上了这条路，我就是坚决希望可以推广本土文化的这个状况下，也知道说就我们这个专案其实真的就是稍微的要花比较多时间，对，所以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有很多的 VTuber 愿意参与我们这次的专案，也真的是让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大师兄就是其中一位，对，所以其实每次想到都会觉得很感动鼻酸，就是说我们原来不只是观众愿意来试着投入我们专案、了解我们专案之外。原来也牵动着，就是我们圈内的 V 朋朋愿意一起来关心、一起来解锁，会师们，还有就是可能作词作曲老师们也愿意共襄盛举。对，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这次的专案，虽然说可能我们后面解锁的速度才慢慢的冲上来，可是那我觉得其实很值得，还好有一起冲，还好 Double 老师心脏够大颗，谢谢盛宏，天哪！哇靠！这个聚集力，那个盛宏，你今天可以去买一个乐透了，你聚集到我们本频道最美大师兄了，好不好？对，单发狙击马上中一发就中，打16月比打诺诺还简单。诺诺的防御力怎么这么高啊？诺诺防御力超高感恩慧琪吗？我们才要谢谢师兄帮我们把这个募资专案的这个 QR code， 而且还帮猪猪选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色系。对，我这个就是。对，完全就是一定要用到最后了，对，不会再更改了。谢谢大师兄，对，感受到就是各位大家的热情跟
跟支持啊，对啊，谢谢你们啊！冰原猪猪顿时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么冰原了，顿时觉得自己很像稍稍的不是那么冰原了，因为有你们在，好开心，好开心。好，这是 QR code 我整理一下。好，大家最后一里路了哈，真的是最後了。最後の最後。最後の最後はいつだって君が笑ってくれるから君が笑ってくれるから。好，这首歌是深山直太郎某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很像叫做嘿马西。可是其实深山直太郎每次在唱什么我都不知道，因为他的歌词其实蛮难懂的。然后我就问日本的朋友，我说他在唱什么，然后大部分的人都说不知道。知らわからない、理解できない，完全不能理解，就是日本人也很难以理解。对，可是我其实学生时代很喜欢听深山直太郎的歌，他的唱腔也影响我还蛮深的。好了，就是你们可能所谓的那种鼻腔共鸣老派唱腔啊，他超强的。神整对，那主播太会躲了，没有错。对，谢谢。而且我现在其实也还在放空的状态。我们大师兄来了之前，我在讲什么？我们最美大师兄来之前，我讲了什么？我要跟你们分享什么？我们在讲那个金币企划书的那个吗？但是我讲到了哪一个部分了？我讲到哪一趴了？我完全失智了，完蛋了！我讲到哪一趴去了？好，算了，不重要。哦，好，重要的是，谢谢你们，我们今天推进了，就是把我们的赞助参与募资的大家推到了104人，超赞！3D 穿的是没有，那个已经讨论过了。我 3D 有穿帕子，3D 有穿帕子。好，我们讨论到 L 爸爸没有因此而跑掉，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啊，下个礼拜有跟大家约定好是中原普渡歌会，然后中原普渡歌会啦，说真的已经是我们真的是最后一里路的最后一天了，因为我们是截止到8月27号的晚上11点59分嘛，所以也就是说28号当天其实已经结束我们的募资了。对，但是我不会放弃我们最后的5天，也就是说我会跟大家努力冲到最后一天，而且最后一天我有在考虑是不是我就真的挂在难得的挂晚上的台，一起跟各位冲向8月27号晚上11点59分那一刻，对，就真正完成了最后一里路的最后的尾巴。我在想，所以但是那天不晓得会是什么样的形式啊，我在想跟大家零好搭的状况下，那天晚上好像也蛮适合的。对，不过因为我晚上也不太适合吃太油腻的，而且现在努力的要把自己的身体跟体型练得更精实嘛，所以晚上好像咸酥鸡尽量还是忌口吼，我是不是太乖了？对，但是零猴搭我们这个干杯是也一定要的，所以下礼拜会有其中一天我也会开露手手台，然后我会把这次我们专案所有的周边的样品都开给大家来一起看一下，然后顺便看说有没有在机会冲向更多的人数。当然已经到尾声了，该投的都会投了，来了都来了，那不如就看一下，不是反正投了都投了，也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周边的样品。所以我在思考说27号没有意外的话，可能下午会先开中原普渡歌会啊，但是因为是鬼门开的部分，中原普渡歌会我不会在晚上开，毕竟我很胆小，超胆小。好，所以中原普渡歌会的话，下午开完之后，晚上我们应该会再加开一场最后一里路的这个募资专案的这个，算是跟大家冲向最后一里路的这个专场的配信之类的吧。然后至于礼拜一跟礼拜二也是会尽量开台，对，因为毕竟是最后我们募资的最后的尾巴。那我在想说开这个
周边的部分可能落在礼拜一或礼拜二啊，我在想，对，但是一定会开给大家看，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我有胖次，不用难相信，一直都有。对，就像一起跨年一样，我觉得今年度的大计划大概真的就是到这里差不多，算是做一个小收尾，当然就是今年度的啦，因为接下来，因为其实我们专辑已经在制作中了嘛，一定会有更多更下趴的计划在后面。但是今年度以8月底为一个基准点的话，对，刚好就是也是想要投一个金米奖的部分，刚好就是在8月底真的是最后的收尾，不能放弃27号才可以赞助吗？我不会放弃任何殴打你们的机会，对，即使我们可能到27号你们才有办法投，我也不会放弃殴打你们的机会，知道吗？反正在27号以前你们要投都有机会投，你们不要在28号跟我问说猪猪你募资活动不是到28号吗？花了发，老娘开台了这么久，每次开台都有把我们的募资截止日放在这边27号晚上11点59分，你是瞎了吗？好，应该不是瞎了，只是因为太忙大家都很忙啦。对啊，有时候人家那个有一些什么活动或者一些什么 QR code 什么的，我也有看没懂，因为真的太忙了，你连瞄一眼时间都没有。真的熟男熟女们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压死的，都是紧缩的。所以其实我每次都会觉得说，不太会去跟你们约一些什么时间要干嘛，因为大家都很忙，你们有空再来就好。超级佛系，你知道吗？有什么样品可以看吗？雪玲宝贝，我全部的样品都在我家，全部的样品都在我家啦！雪玲宝贝都在我家，全部。所以我礼拜一或礼拜二，我们挑一天下午，我们来鉴赏一下我们的样品，好不好？而且咱的凹头底啊，我们的那个红型细给起的那个凹头底那个挡泥板的部分，我还差要给他一张完美照。但是这个完美照我想要骑出去，我真正的欧多拜亚骑出去啊！如果骑出去，你们在路上看到高雄市有一台机车，我黑天蓬元帅的欧多拜奥托迪，如果真正好您度掉啊，过来跟我打招呼，我不会怎么样，我真的不会怎么样的度掉啊，别闹，但是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度掉啦，对。但是其实我如果在路上真的遇到观众就会不会怎么样？我是超级社恐，我只怕你们被我吓到。对我说：“你是哪一位？你是那个对，你什么时候看台之类的对，好，谢谢你这是有带什么专案吗？没有带是不是？你想被揍吗？我们10月18号可以被揍，你扫一下那 QR code 啊，7500块可以赞助起来，可以赞助，对，可以被揍，对，就不要被我督到，小心我推销你。安利是什么？我没在怕的，但是那你丢逼，金价就丢逼耶，知不？”就被我遇到，反而怕的是你们知道吗？对啊，时间数起来的不啊，都没看日期就直接抖，不愧是我们丁爷，我们丁爷不是不看日期，他不止不看日期，他连那个尾数都不看的，可能有时候就不小心多刷了一个尾数，他也不在意啦，对，那个不需要看哈，对不对，丁爷？他说我知不知道？8月30没有这种东西。27号晚上11点59分，好，你们在那边跟我问说什么？怎么没有募资了？对，我真的一拳打飞你。对，但是要有一拳特点啦，好，我们要有一拳特点才有这个被打飞的资格啦，好不好？要遇到吗？16，我敬爱的大师兄，我期待真的有机会好好的遇上你一遇，好好的抱抱一下大师兄。真的谢谢大师兄，不是应该闪远一点吗？主角骑车技术没问题吗？开玩笑，我自认骑车技术跟开车技术还不错啦，自认自己觉得这样子。你想要是不是？来，这连一点的，对不对？抖内就有了嘛。今天就被你遇到，相逢这次有缘啊！你也敢来认我，敢来认我是无所谓，对不对？多看几眼，我知道我很美，谢谢大家。超有自信，多看几眼之外，你都已经看了，看了都看来了，那 QR code 扫进去，什么你还没带来7500，来，对7500，绝对值得，7500有什么？有我们那个丢币，让你非常有助的这个环保餐具之外，啤酒杯、开罐器，不锈钢冰块应有尽有，搁好你一个下，搁下回对，嘎叽碟啊，一套组让你提回家之外，还有一拳呢，马上下标下去，谢谢。只是因为我时间也蛮紧缩的，我在想说，我真的要出去拍那个凹头迪的完美照的话啦，
我觉得以我的时间规划，礼拜六日应该也是没办法，可能也是礼拜一到礼拜一跟礼拜二其中一天吧。对，有在想说是不是干脆完美照就算了，不要理他，我就拿来开台就好了，不是不行。不过我觉得其实奥托迪的完美照我心中已经有一个画面了，我觉得我希望去把它完成在我们募资结束以前。对，所以我应该对啊，下个礼拜应该我其中一天就骑出去拍一下那奥托迪的完美照吼。你一定打不到你，在南部比较有机会被我打到了吼。小喵喵，谢谢加入3个月了，对，谢谢小喵喵，谢谢你是企业的照顾，对，你是企业真的是很照顾本频道的大家以及猪猪呢，真的很感谢。每天都会被自己对我每天被我自己没信，要跟你们说吗？我觉得人真的活着要自信一点，对，会比较快乐。上次有观众去27世纪拿餐都不怕被遇到，我就说今天穿的美，是不是？我们16也真的是美中之美齁，那个肌肉是紧实的，是不是？好想摸。16大师兄，我们下次互摸彼此的肌肉，要不要？互摸彼此肌肉是什么东西？我们16也很美的，我们最美大师兄不是装假的，是不是？未来我们真的有机会出一个什么《西游记》周边，一定都是最美的那个，对，我们绝对是最美《西游记》。最美《西游记》不错是不是大师兄？到底是多想要跟大师兄出周边？没有，就是谢谢16了，真的是很贴心，超级贴心的，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我今天很晃神，然后我已经就是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在做什么的状况下，我们还是很开心，可以把我们的募资专就是推向了100个人的赞助。这个个人式的猪猪真的可以了，真的很开心。对，但是你们愿意再帮我把数字再冲上去，我是更开心了。当然，基本上这个东西是这样啦，预算无上限就不晓得说我们最后的1里路，我们最后的这个金额会冲到哪里？但是所谓预算无上限，就是说我们有更多的资金的话，可以让你们看到更多更下趴的东西。对，这个是我遇到 Double 师才知道，这些是有可能被具象化的。就是那些钱真的会变成我们喜欢的样子，看看我们的卡甲就知道了，真的非常厉害。就这个女子会就对互摸肌肉，没有错。有这种好事可以摸全身吗？何止全身，我就连好16大师兄，我们见面再说。我就连神官帽也可以给他摸，你们不要想奇怪的地方。我说我就连神官帽也可以给你摸，这样可以吗？神官帽我们说的那个所谓最近指名道姓的那个又大又晃的都是神官帽，你们不要想奇怪的地方，知道吗？你看我们 Roboto 马上就把我们那个专案的这个募资这个网址 Q 出来了，是不是？有最赛的最游记，我们最美西游记也是可以嘛，对不对？好了，谢谢你们啦，谢谢。而且因为就是迎来了就是很多避风红愿意赞助，其实我觉得其实我每个都很想当面谢谢一下，对，但是偏偏我人又在南部，要一一道谢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谢谢你们啊，只能在线上好好的叩谢大家了。你看现在懂了吗？驾驶技术他那个对我一直，毕竟我开车的车龄也还蛮久的了齁，毕竟就是一个大学时代就被妈妈被迫开车的一只猪啦，对，然后大学时代到出社会，毕竟也经过了这个4000多少年，这不可考啊，对，这个基本上开车技术这个至少也要2把刷子了，是不是？是吧？与会的各位观众。好了，不管怎样，那个如果今天是初见在潜水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最后我们专案的尾巴，我们已经差不多专案要跑到最后1里路了，但是我们还有最后5天的时间，欢迎参考一下本频道今年度的大专案，大专案，好不好？那你们扫进去可能会觉得说，怎么70万就解锁了？是因为我们很开心可以获得文化部130万的补助，也就是说，我们130万的补助
加进去，代表我们已经突破了200万的这个数字了。但是呢，我们预算无上限，你们有机会再帮我冲上去的话，阿里嘎达です没得大喜，没得大喜，我搞的。好啦，反正最后一滴露蜘蛛也会努力的推广到最后，好不好？老司机，不是，我觉得连富田姐妹都需要你们科普，我怎么可能会是那方面的老司机呢？对我呢，就是对物理上的开车，对，就是这样子。对我这个为人这么单纯、这么善良、人畜无害的一只猪，我觉得连富田姐妹也需要你们帮我科普。对，很多东西都是你们告诉我的，就连富田姐妹。天哪，我不会忘记那一天，对我真的是精神冲击，你们知道吗？真的是花了发，这个壮世代可以连接到富田姐妹，我只能说这是非常迎合我们这个关怀壮世代的这个主题。对，但是这个主题，我后面用富田姐妹来收尾，实在是太震撼了，你知道吗？超级震撼。Hiko， 你问我什么是富田姐妹哦？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你去查，给我去查就知道了。查，特别是那个图片、影片查下去，知道没有？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看到，知道没有？没说，我没有。你们都怪怪的，是不是运转猪手、朱蒂卡，对不对？而且我开车那个时候，其实大学的时候原本就想说骑机车通勤就好了，但是妈妈她就觉得说，因为我们学校其实从我们家出发其实还蛮远的啦，而且途中又要经过很多大卡车、砂石车的地方，妈妈就打死不要我骑机车去通勤，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希望我可以快点去学开车，所以我从大学2年级就学开车，一直开到出社会的现在，所以我真的开车的车龄是真的是比可能身边的姐妹还要久，所以我每次出去都一定会是司机的那个。好啦，就是大家的老司机朱迪卡，那他们有教你。我们大师兄玩的比我凶师兄，那个是什么东西？猪猪可以查一下吗？迪卡瓦哥拉奈，迪卡瓦哥奈，师兄我可以查一下吗？师兄，奇怪，师兄应该意外的懂得还蛮多的。迪卡瓦哥拉奈，师兄怎么办？两女一杯蜜。我要查一周啊！等一下哦，为什么变成这个？Oh my god！ 好，谢谢师兄，谢谢师兄的教导，悟能开窍了，悟能开窍了，谢悟空师兄，悟能又开窍了。等一下，那一天其实差点有人推，你们早推晚推，反正我都会被科普，何不当天就推？反正我今天都被大师兄科普这个怪东西了。不是师兄，不要紧，对你推我这个可以，对，谁叫是师兄？师兄是对的，师兄没有输，大家的专注呗，是不是？月川学生，我每次都是被玷污的那个，每一次都是。好啦，既然你们玷污都玷污了，来都来了，那个250块那个赞助下去，那个 QR code 扫下去，250块就可以赞助啦，知道没有？反正来都来了，对不对？玷污都玷污了，意思玷污费，谢谢。意思那个玷污费。啊，什么东西？好，没事。嘿，喝口水，什么都没有。而且与会的大家今天应该在忙着 FF 对吧？我相信各位就是今天在 FF 的这个状况下，对。应该不会去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啦，因为光是你们要冲刺你们就是一些想要的一个商品啊，对，应该没有时间来讲一些奇奇怪怪的干话啦，对不对？是有人没开于之，还是你开太小声了吗？哦，
那我可能这边太小声了是吗？老师，来，我给予大家刚刚好的 BGM， 谢谢老师。我现在有稍微调大声了。好，如果还太小声的话，可以再跟猪猪讲一下。对，是 BGM 太小声，不好意思，因为我现在那个这边还是有听到一些底噪的状况，但是你们那边应该是听不到啦。对，所以我一下也会不晓得说大家现在听到的 BGM 是大是小声，或者是我这边传出去的声音品质怎么样，你们都可以随时再跟我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子。然后 NYKD 6丝是什么？丁野，你不要再科普我奇怪的东西了。丁野，这个哎呀西，这个我不要查。調べたくないで，調べたくない。哦，对，而且这里与会的各位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们，猪猪自开高阶会员的3年多来，没有迟到，没有请假过。但是8月份的高阶会员，请容许猪猪稍微请假一下，到9月3号、4号、5号的那一周，才有办法帮大家制作出货，不知道可不可以？我这边表单已经制作完成了，这2天会发给大家，做一个表单上面的一个意见调查表。因为下个礼拜很重要，就是我们一直要募资到8月27号晚上的11点59分。猪猪希望那天我有时间开台，应该是有时间规划出来，就我可能会比较晃神，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大计划可以跟大家一起跑到最后一刻。所以在那之前，可能也是会非常晃神的制作的进行的各项计划。然后呢，27号完，28号，我希望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把那个精密的这个计划把它完整化。对，毕竟1年1度，明年还不知道有没有的状况下，且参加且珍惜。对，所以就不好意思，我自己稍微盘了一下时间，我8月的高阶会员回馈跟大家稍微请假一下，但是也是挪到9月初就会出货啦，大概9月4号、9月5号，对的那一周，不好意思。真的是3年多来正式跟大家请个假，对，然后表单的话这2天我也会发出去啊。那只柴在吗？那只柴齁，他知道那个诺诺这个月也是要吃这个高阶会员回馈啦，啊，他就指定那个诺诺不喜欢吃的那个豆皮啦。但是这只诺诺呢，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那个欲罢不能的状况，他说好，那个猪猪姐姐我要包芋头，请把豆皮里面包上芋头，谢谢。但是呢，我左思右想，其实我原本很想做，因为我自己也想吃豆皮芋头卷，感觉好吃啊。可是我想了一下，我们这次团宠，我们这次彩彩好不容易盼到了8月份，他当家总裁可以指定他不想吃的芋头的这个状况下，我还是要问彩彩他要不要包芋头好了。毕竟这个就是所谓的尊爵不凡，即使我真的很想塞爆他芋头，但是毕竟我们大佬们赋予他12个月的这个权限，而且又是轮到他的当家资格，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遵照彩彩想不想包芋头再去进行好了。什么直接给号码？那是什么东西？什么排什么东西？哈？什么？哎，不好，那个是什么号码？推什么？什么？推什么东西？丁眼那个什么东西？对，就是那个豆皮芋头卷，其实是可以做的，那个好像在素食的料理里面还蛮常见的哦，很好吃。开玩笑，我芋头我一定是做到爆啊！但我想到说，哇，彩彩真的是，他会不会这一辈子就只有这一次当家的机会？所以我突然想到说，我还是询问一下彩彩是不是真的要包芋头进去好了。对，啊，先不要。水灵宝贝，那是什么东西？那又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好，谢谢，我不要去查，不要。上次的富田姐妹跟今天的那个16大师兄的两女一杯米，对，那个可以了，我今天网络用的够多了，我要去中华电信客诉，
我不记得我办你们的网络会让我看到这些东西啊！你们一直跟我加网络断线就算了，现在让我看到这些奇怪的东西，我不要再续约了。哦，这样子是吗？他们就觉得嘟点笑啊！网络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啊！那个网络够多了。我现在超级失智，你知道吗？啊，说时迟那时快，等一下，谢谢盛虹，我有看到你已经有下标我们的订单了，然后我们现在在等待盛虹进行付款的状况，然后盛虹也说他大概下班的时间就会把我们的嘟嘟嘟丢币套组正式带走的那一刻，就代表说我们的募资条会正式来到80万这个数字，耶！谢谢你们，好开心哦！谢谢你们，谢谢。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要开台有一个互动性，然后刚好走过路过的观众也可以就是小额的支持，然后一起冲这个数字，很理想。对，只是因为卡到我前阵子就是比较忙，其他可能不管是专辑还是一些有的没的，对，但是好险，我们募资还有最后5-6天的时间，对，我们对晚上，如果盛虹没有忘记去付钱的话啦，如果盛虹没有忘记去付钱的话，对，但是我们专案希望晚上可以正式看到80万这个数字。对，然后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也会在我们这个专案结束之前，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算是达标的数字正式下修到70万的这个数字，可能是这2天。对，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看我们团队这边的算是安排这样子。对，一旦70万下修下去，哇，那个画面会非常漂亮。对，我觉得就是有灌满的感觉了啊，塞得满满的，好可爱。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东西，对，就是塞得满满的感觉会很好，对，塞得满满的那种感觉就我们达标了，塞得满满的这样。对不起，我喝口水。啊，赞。然后，等一下哦，然后我看一下工作讯息哈。没有，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东西。了解。好 ，OK。好，大宝老师，我等下回复你哦。很喜欢钱包满满的感觉，大家都喜欢，不是只有我喜欢啊。好啦，那我们就假装我们这个数字虽然说还没到80，但是我觉得晚上提前庆祝一下好。来，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也谢谢 Double 老师跟 YHL 老师帮忙剪辑的状况，这个就会正式发出来，跟大家冲最后一里路咯。大家好，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屯 Juki。那迪卡呢，目前跟我在大波老师一起在筹备这个首张的台语专辑，叫做《第二 V》，好，忙您来看行哦。然后目前呢，我的3D 募资演唱会计划也只剩下最后一里路啦，请各位跟着我们一起冲到最后。感恩感谢多啦哈！迪卡囤足机钓味。好，就是这个大的秀词会在我们倒数5天的今天开始，对，然后没有意外的话，我们也会可能就是联系一些有利的朋友们替我们宣传一下。最后的5天，我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就是把我们募资条再往前推的机会，或者是把我们的募资人数再往上冲的机会哦。对，大概是这个东西。然后这个等一下我也会请错了。这个我也先丢给雪玲宝贝吼，等一下哦。
水晶宝贝在8月也会爆炸的状况，因为除了就是要把可能猪猪频道上的一些那个原创料理的秀儿词或精华，快点先出一出，因为毕竟可能就是金币奖要报名，也是需要这些秀儿词或者是精华的部分。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金币奖的奖项还有好多要剪辑的东西呢。然后我们现在刚好这个时间，猪猪很放松啦。我们来看一下金币奖这次的奖项。Panda いらっしゃい。好 ，OK， 金币奖的官网，我们看一下哦。我觉得翻车就大家一起玩一下，所以水灵宝贝其实已经把猪猪把翻车奖的秀儿词还是精华有剪出来了，对啊，不过有一些就是可能要修改的地方，我会再跟水灵宝贝说。然后最佳秀儿词创作奖，这个不用企划书，好像也不是不能投。参加好参加满可是秀儿词就是创作奖，好，这可能比较没有概念，这个再看看。然后行销暨创新应用的话，一样就是用大概也是去年同一个很活的一个形式就是把猪猪的一整年度的算是原创料理的部分做一个整理。然后游戏的这个猪猪就比较没办法，因为毕竟猪猪比较没有在玩游戏然后紧接着的话综合类节目企划的部分，我是想要独立把那个第4台点歌的这个部分丢出来参加这个奖项。不过第4台点歌这部分当然也会先收在那个我们的年度最佳的企划书里面，只是会独立出来再投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原创歌曲是一定要的啊，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原创歌曲下个礼拜一定要上啦，不然会来不及。对，然后哇，这次的原创歌曲其实也是连贯着那个我今年度想推广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都还蛮巧的。对，等到这个原创歌曲释出之后，你们就知道是专辑的哪一首了。对，目前可能大家还没猜到的样子。对然后有很多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也是等到我们原创曲正式释出的时候会再跟大家聊一下啦。就是我是觉得也很巧妙的，今年想做的事情，在想的事情，想关怀的东西也算是有串在一起，所以也都很刚好。对，就是讲好。不是下周25号不是下周吗？老师25号不是下周吗？8月25，对啊，8月25不是下周吗？我看一下，还是我记错了？哎呀，825不是下周，我怎么记得8月25是下周一？好，总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8月25。对，秀词要重新录新的，对，所以就比较尴尬。所以我觉得秀词应该也没老师跟着刮，老师你被盗账号了。老师没有，我跟你讲，我们最近我们这个团队真的都忙到脑细胞死好几万个，上千万个，你知道吗？少过了一天。我想说不是下周吗？老师，好，谢谢大家，我们老师好，请大家把25号空下来。我们的原创曲就是25号那天没有意外会让大家看到，然后算是有连接着就是今年度我想要去关怀的这些东西，所以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刚好。对，所以其实我在企划书今年度的企划书的写法就比较不太一样。对，因为我是想说做一些算是主题上的连接，然后刚好在最后企划书的大概第2段还第3段就是连接到我想关怀的这个主题，然后刚刚好就是这一首歌，就阴错阳差的我们就选上了这首歌。
对，超赞的，超赞的。少过一天，老师，我跟你讲，我不止少过一天，我少过好几天。而且我今天早上一直在刷存，我今天早上其实一直注意力超级不集中。我甚至有想说，我早上其实很难得，就是一早起来就是完全是很累，要把自己身体就是用意志力拖起来的状况下，要不要再睡回去？可是我觉得那个状况反而不太理想，因为一旦再睡回去，我觉得没有工作效率，所以就等一下。所以就硬着头皮把自己的身体挖起来，对自己把自己挖起来，然后才发生的就是不小心就误删下载档案，全部的档案全部都进那个资源回收桶的事情超蠢。我丢一下垃圾。对，大概是这样啊，大概是这样。对，反正一切都非常的赶，时间超级赶。对，不过 OK 的，对我们最后1里路，对，然后时间可能不够用，不过都稳稳的在路上这样子。然后好，原创曲的部分是这样子吼。好 ，Hiko 谢谢。原创曲的部分基本上应该猜赛歌曲的 MV 就我们自己来，然后企划书猪这边自己来，所以。原创歌曲的部分，这个应该是不会劳烦到水灵宝贝哈。然后演唱实力的话，基本上，哇，我最近有没有时间唱歌啊？没时间的话，大概不过下个礼拜有啦，下个礼拜还是会唱个歌，然后就真的是算是最后的收尾了吧？对啊，下个礼拜一直到8月31号以前有啦，也是有机会唱歌，对，然后再来挑看要哪一段？汇款回来了！哇，谢谢盛宏，我们的老王把我们的募资条冲向80万呢！没得打戏，没得打戏，老王谢谢你，老王你刚刚没看到这个对不对？大家好，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屯 Juki。那迪卡呢，目前跟我宅大波老师一起在筹备这个首张的台语专辑，叫做《第二 V》，好，忙您来看行哦。然后目前呢，我的3D 募资演唱会计划也只剩下最后1里路啦，请各位跟着我们一起冲到最后，感恩感谢多大哈！迪卡囤足机钓味。耶！再放一次给大家，感谢我们影响了80万了，耶！开心！804972，咱今麦数字来到着804972.72块，放下水嘞！好，企划书的灵感可以找水灵宝贝，没有问题的。那我帮大家把我们这个圆满的这个804972更改一下吼，804972，谢谢，感谢盛宏，感谢老王，804972，804972，耶，好棒，更新一下，来到了80万哦。80万！当初那个瓜是原本要，那个是月老的月，瓜诺。然后那个时候品称到中彩，他在纠正我说那个瓜，那个月，然后他说瓜，我就刮一下，然后他再刮，然后我也就跟着刮一下。因为一开始我没想到可以变成青蛙的瓜，然后是水灵宝贝接过去那个影片之后，然后他就很调皮，然后就弄成那个青蛙的那个素材。然后我笑到快疯掉，水灵宝贝赞啦，剪得好，就很好笑啊，就变成呱诺月老的月，就超好笑啊，效果超好的，你知道？耶，804972，谢谢老王，谢谢。听到迪哈说，如果晚上没忘记付款的话，对，好了，不好意思啦，盛宏没有啦。我想说，大家还在工作，对，而且其实即使你今天忘记付款了，你也可以明天再重新下标一次，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谢谢SOHO，感谢你，谢谢你付出了你的时间。对，一个耳包造成的误会就很可爱啊。为什么就连欧代先生也在那边刮 no 吼，刮 no 月老吼，刮音班，而且大宝老师也超皮的，要跟着那边刮。好，但是不得不说，其实我觉得那个刮也很适合剪进精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专辑，然后推广本土文化，很重要的是一个正确性，就是说你对于台语的这个词性的敏感度，还有就是说调性，还有它发音的正确性，我们要精益求精。对，所以我们努力的去找台语的学者去做校正。其实这个精华里面，我觉得也是会加分的。哇，好多精华要剪，花了发。但是还好，我觉得刚好今年度水灵宝贝剪的精华有一些效果真的都不错，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从精华或 shorts 里面沿用，就是抓出来这样子，赞。付款期限是到明天晚上11点59分吗？然后谢谢啦，没关系，即使到明天晚上11点59分，你依旧忘记了，我们依旧有下个礼拜的时间，知道吗？对，谢谢。所以那个瓜很好笑，然后我觉得其实剪进金币奖的精华里面也是加分的，我自己是觉得啦，对。然后演唱实力奖的状况，我可能要对这个也是对我这个，我这个龟毛人，我可能下礼拜看能不能再把它唱得更好。如果没有再更好的话，那就算了。对，至少经历在最后一刻了。对，就这样子。一朵杂谈，对，杂谈。必须是去年的6月30号到今年的6月30号期间的直播影片，但其实只要是直播影片就好了吧？它应该没有特定一定非得要杂谈主题影片吧？对，太棒了，因为基本上我都是在歌回上面做个杂谈的这个动作，对，完全童叟无欺。没错，我就是最喜欢在歌回杂谈。所以，可是我觉得，哇，杂谈这个要选很难选呢。杂谈的这个要选，杂谈的这个要选，杂谈的这个应该会是选最久的吧？我觉得我应该是年度最佳，先把年度最佳要弄的东西先弄完，然后杂谈可能最后再来选吧。我在想，因为杂谈我觉得我会花很多时间去选。然后潜力新星基本上已经是老猪了，出道3年多了，潜力新星不会有猪猪，对。然后最后就是年度最佳 VTuber 的这个奖项，好，大概是这样子。好，哇，如果全部都要玩的话啦，我看一下，我觉得我的最佳 shorts 创作奖应该没有空弄，所以我们就先不要哈。1、2、3、4、6，果然7个，我靠，有那个时间吗？猪猪的自选曲会是哪一首啊？我觉得我的自选曲可以的话，应该也会是我的原创曲吧。对，就是那个25号会发的那个原创曲哈。没有意外的话，我还是希望有机会亲自唱一下。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毕竟刚发行嘛，就是刚上串流，那我对这首曲子的熟悉度是不是可以完整的去呈现，这我也不知道。对，虽然说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前后也练习很多次了，对，但是现场一气呵成的唱，感觉又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应该也是多唱几次，然后再截取觉得自己满意的那一段，然后就丢过去吧。FFK 17的后日谈好像，真的吗 ？FFK 17的后日谈好像可以，因为我有讲到什么明星花露水吗？还有非常无助，对，非常无助，迪卡痛定思痛，对不对？我让我的小精灵无助到没有筷子，于是痛定思痛，连接到本频道75C 的这个专案里面的环保餐具，真的是太棒了，什么都可以做一个连接，这样
就是去年说你可以充人数那个袖子，那个我不晓得到底是哪来的什么鬼东西，怎么就这么刚好？而且目前好像还是本频道秀词观看数最多的，对，没有之一就是它了，对，就跟去年用的一样，用的是原创曲了，对。不过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卡甲已经算是不好唱了，不过这首歌也不好唱呢。这首歌不好唱的算是那个另外一个层面的，对，那个你们25号听就大概知道了，对，无助没有错，感到相当的无助。但是自从我们的这个专案推出之后，你只要肯花7500块，你就不会感到相当无助，而且还有1拳，多么的经济实惠，对不对？超级经济实惠，还有1拳给你哦，你各位与会的观众们。好啦，而且讲到1拳的部分啊 ，VIP 的这个目前我们的售票系统，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数量，欢迎大家可以去购买，手滑购买。对，然后 V Stage 演唱会的部分，著作也是大概，我想一下。当然，在募资结束之前，时不时都会宣传一下，因为毕竟它连接着1拳特点，对，所以也是会带到一下啊。不过就是现在我们的普通票，其实卖的数量破100咯，还不错哦。也就是说，您各位尊爵不凡的1拳特点的持有者，我们现场有上百位的观众看着你们被揍。你们要小心，有那个近上百位，对，已经破100了，所以就是有100位的观众可能等着你们被揍哦。对啊，如果你们想享受一下，就是眼睁睁、眼巴巴让人家看着你们被揍的这个快感，请务必一定要加购本频道的1拳特点啦，这个 QR code 扫进去，7500块赞助起来，就有机会了哈。这首歌比较难唱嘛，应该要唱好比较难。我觉得老师，我觉得如果卡甲是我的同温层的话了。这首歌其实不太算是我同温层，作死自己，完蛋，作死自己。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更要try看看啦。对，应该有办法让它变成一个迪卡的形状。对，因为这首歌对我而言意义还蛮大的，而且刚好又紧邻着今年度想要推广的东西啊，所以一切都是很刚刚好的做一个企划书上面的连结，这样。被揍好好哦，羡慕。其实我至今还不晓得薄荷到底有没有这个被揍的资格，你们都好神秘哦。相信他们不会注意到你们这一盘，你不可能。我们这一排实在是太标新立异了，不可能不被注视到，不可能，你们知道吧？太容易被注视到了，你们这群人，你们这群抖音怎么可能不被注视到啦？你们自己想，对不对？啊！真期待你各位会带什么样的形式过来跟我见面呢？好期待哦！啊，谢谢！我们现在的募资条前，很像又往前，又有人帮我们做一个赞助了。我们看一下啊，新秀二来久坐青烟，好的创始者新秀二来到咱的现场了，咱破下吹了，新秀二又在现场不？新秀二给我出来！咱中原普渡的歌会，咱九柱青燕家要吹落啊！那27号是咱中原普渡的歌会，恁敢知？新秀二，你给我出来！好像吹人玩家啦！新秀二来，你来！谢谢新秀二，我们的中原普渡歌会有新秀二的改词，我们那天就这样唱。新秀二你怎么改，我就怎么唱，这样可以吗？新秀二，你给我出来！明天躲在后面给我夹鸡鸡，你给我出来！结果新秀二回说我是女的啦，还有38姐妹这样，哎呦早说嘛，真是的。哇，80522被砸班5222块，谢谢80522，我帮大家更改一下数字吼，80522，谢谢你们。我们再把数字更新上去哦。好赞好赞，你们好棒好棒，你们超级棒棒的，真的大额小额都是好额。我们这个赞助的最低门槛真的就是250块，对，250块我觉得大家都方便啦。当然你们愿意选择39万，我们倪总对单独独一无二、独一无二呀，的这个神官帽套组非常的感谢，但是它就只有一顶。
落入了我们尼氏总裁的家中哦。来，数字来到了805222块，咱手里来到了805,222块咯。咱新秀二出现啦！新秀啊，感谢你的赞助啦！啊，你的救助情缘啊，伫咧8月27号咧中原普渡的歌会，咱来唱一个。你讲好唔好啊，新秀二？新秀二，你讲有我的 DC， 你若是有我的 DC， 你咧救助情缘的迄个歌词会当答互我无？你那救助情缘的歌词好棒啊！你可以贴给我吗？我怕我忘记，对，现在已经忘记了。不合，你只要扛一堆习题就可以被揍了。也就是说，趴趴熊，您现在还有一次狙击的机会，是这样子吗？趴趴熊，您还有一次狙击的机会，是想让给我们的薄荷，是这样子吗？薄荷，我跟你说，您就把福利熊福利唱下去，你马上就可以被揍了。我们的福利熊来到了我们现场，知道吗？是不是小妮妮？我们39万神官帽，感谢落入尼氏总裁的家中，请静待我们把这顶神官帽委托出来之后，一定很漂亮，对，绝对就是要好好的拍摄一番，然后再送到我们妮妮总裁家中。而且我们2倍老师很像说要专送过去，哇靠，真的是尊爵不凡，无比尊荣啊！我的天哪，习题是什么拳头吸引器吗？你们不要问我什么是拳头吸引器，对，就基本上练个拳击什么的是还不错，对，我们可以强健体魄，但是不要叫我算数学，你们会哭，我也会哭，知道吗？安尼啊，看卖，好好，再麻烦你了吼，新秀二，甲你麻烦一个啦吼，一定要答好啊，不我已经袂记得免我唱啊吼，谢谢新秀二吼，其实已经转换成实体本了，你就说我不要，可多阿里马斯，不要，薄荷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的专案募资结束之后，我还要统计一下你们到底有谁获得一拳特点呢？不然我到时候做错人怎么办？我到时候不能做错人呢！我天哪，我可能还是要跟你们一一确认你们那个一拳特点的拥有者是谁，或者你们有下定一拳特点要转换给谁，要迫害谁的，记得一定要在那个标注，就是那个注解那边，就是你们那个专案在赞助的时候应该都有附注的那个地方，一定要写哦，不然我会搞不懂，就是说您到底是有被揍，还是说您已经把这个专案的这个一拳转换给谁了？这样知道吗？好像安全了吗？对，换成实体本了，没错。それがわからないね。それがわかりません。啊。好，时间来到了3点39分。好晃神哦！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时间，就是今天礼拜5后，我觉得我差不多也可以结束配信之后，我们再来稍微发个文，然后大概这2天我们就会把我们专案的70万下修下去了后。让大家看到灌得满满的这个木字条，好舒服，好可爱，好赏心悦目啊！你们是不是？是吧？做错就当做赚到，不行啊！一拳至少7500块以上，很贵的，对不对？相信猪猪就算收也是会，对我一定是放在那边，对我不要理你们，绝对就是放在那边，一定要。飞雪老婆都说。就要给他达成，不要，それが断ります，不要啦！我真的就放在那边，对。然后我要垫泡面，我跟你说，我要垫泡面，我要很坏，不要理你们，还垫泡面。好啦，然后今天 FF 不晓得大家逛的还开心吗？好，希望大家都有买到自己想要的一些周边或者是活动之类的，都有参加到。我们看一下。现在要降落过去谁那边呢？好，来一下，我们去翡翠伊拉塞，欢迎我们的翡翠，就差不多要降落到其他比鹏鹏的频道了。对，今天原本想唱歌，对，但是注意力非常的不集中，然后。谢谢，我在后台又看到有朋友要帮我们赞助，但是现在在等待付款的状况。谢谢这位大德，谢谢你们啦，周慧理路，谢谢大家，还是努力的帮我们冲一波。
爸爸选少打一个字看起来怪怪，我也这么觉得。不合自己往上发，做错一次就赚7500，你看我做错一钱就要赔人家7500，这样没合不行，我一定要好好的精算出来。知道不合是想说什么？你们都好奇怪，怎么瓜老啦？瓜。然后至于那个瓜，我到底在纠结什么？我们这次25号原创曲上传之后，你们就知道我那个时候在练哪一个地方的歌词了，好不好？对，呱 no 吼，谢谢你们。那我们一起准备去找爱梦玩咯。然后谢谢你们帮猪猪一起冲刺我们最后一里路，我们还没有冲完哦。我会陪伴大家到8月27号的晚上的最后一刻。如果我们还可以冲出很棒很棒的数字跟高度的话，真的是太棒了。这样我们有更多的预算可以保障专辑，甚至我们3D showcase 会更加的下趴，好不好？来，最后的最后了，谢谢你们。来，我们切片尾咯。我是高丽莎妈，然后也很感谢今天大家一起来看猪猪的3D 神官帽的这个新衣装。最后就是我有穿胖次，在 L 爸爸过来证实我没有胖次之前，我绝对就是有胖次的，只是胖次比较少见，就是这样子。以上でございます，结案，哦耶！你们有种把 L 爸爸拉来证实我没有胖次，你们去抓啊，去抓啊，知道没有？你们就去抓嘛，哈！好啦，3D 神官帽和形象今天也正式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谢谢你们。OK， 下个礼拜周表请等我。然后我要安排一下，就是挡泥板、烂凹头底诶，完美照的拍摄，还有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次所有周边的样品的开箱，还有很重要的中原普渡歌回。最重要的是跟你们干一杯啦。不过最近我在算是体态控管的部分，所以干一杯的状况一定有。不过我在思考说是要下午还是晚上。对，谢谢你们。最后倒数5天。然后还没支持的250块就可以支持起来，还有想被揍的7500块以上至少要传起来，有7500块还不够，你可能还得要先把我们的 V Stage VIP 资格以及普通票的资格买起来，总共就是11500块一款，很像是11500块吧，总 total 帮你们算好了齁。是委托 L 爸爸来讲，你去委托，你们就去委托，我就等爸爸过来说我有胖次。在那之前，我会先把他，在那之前，我会先用鸡腿架在他脖子上，跟他说：“想要这只鸡腿吗？”说我有胖次，知道吗？爸爸一定会屈服的，对，一定会。我用鸡腿威胁利诱他。好啦，先这样子，大家拜拜。从早上到晚上好像也不是不行我就可能那个8月27号的中原普渡歌回，然后就不结束吗？可是我觉得我想分开就中原普渡还中原普渡，然后最后冲刺的1里路的那个封面，我觉得那个很重要，我可能还是分开好了，我觉得。对，好，谢谢你们，谢谢。然后感谢今天来第一台的大家，各位老师们，各位 B 朋友们。然后水灵宝贝，最后一个礼拜我们一起加油，一起爆肝。爸爸就是说了，我有胖子，我就看爸爸过来我的频道他会怎么讲，过来我的地盘。多谢嘟嘟下播会播啊，3D 新沙今天就水耶啊，我嘛刚刚就水耶，多谢啦，哎呦，就搞恭维了新秀2，哎呦阿鸟喂，哈哈哈哈。好啦，谢谢。我除了很美之外，我前方又大又晃的，今天很像不小心让地牛翻身了，真的不好意思。但那个又大又晃的，我指的一直都是神官帽，你们不准乱讲，不准乱想，知道没有？以上でございます。それでは間もなく愛夢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ね。我们即将降落到爱梦的频道了，也感谢爱梦对于本频道的支持。在我们募款专案刚出来的时候，他就冲一波啦，感谢我们的爱梦，我要过去亲亲他，抱抱他。哦耶！大家拜拜，下个礼拜见。下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很重要，然后
真的也是第一次跟各位高阶会员请个假，好，我们把这个高阶会员的回馈挪到9月初出货，谢谢你们大家，我是咖喱桑嘛，大家拜拜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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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